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这，一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槟榔心。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槟榔心。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
的汤里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丝，去应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我的，好，等一下，我的 echo 不应该是开着啊！我的 echo 为什么是开着？Oh my god！ 我不会开台，我天哪！好个山陀二，把我弄到不会开台了。哇！汤姆先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欢迎来到迪卡的频道。除了有杂谈之外，还有歌杂、绘图、台语推广。OK， 谢谢，感谢。好久没看到了，真的，大家好久不见。我真的在开台吗？还是说我像是怎么了？幻想中吗？这个台是真的台吗？还是说根本就不是我的台？我只是在美梦之中吗？哦不！好久不见大家。来，我们来找一个我们卡家的钢琴伴奏版本。今天是复活初衷已经不会开台了。这个是幻觉吗？真的是吗？各位我的天哪！有点大声，好不好意思，我调整一下。在梦境中开台哈，金梦干练不可以这样子。我的精明干练回来了，我的那个要来除草哈，我们来除草。时间大家都在阶段的幻觉里，是不是？
回归初配信啊！好啦好啦，今天烹调也没关系啦，可以开台对我而言就是それがありがたいよね。今天是主播的初配信，准备加油！对，我现在初配信中，我没有要出场啦。啊，好啦，可是我觉得好险，我在三坨来之前，快点先把高阶会员的一些回馈先出去了，然后也看到大家陆续回报有收到了的照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雅晨谢谢，也谢谢你有回报，因为雅晨这次是选纯赞助，对，但是还是有帮雅晨求了一个平安符，所以特别用信封寄出这样。然后压 S 的也是，压 S 就是也是我们尊爵不凡的海外高阶哈，也是有帮压 S 保留一个护身符，猪猪再想一下看要怎么给他。主播初配信就好扯啊！我不会开台呢。好，我们 BGM 上还是有点大声哦。哎，主播有听过什么金草干练是什么东西？别人是回归初中，猪是回归初配长官初配。好啦，我今天初配信了，我有什么回归初草啊？没有。金鹏。大蓝烧神叫你好好选字，肯定是现在还在睡吗？这种到处处在开台阿家。好啦，好久不见了，真的，我们又被台风扰乱到，又是整整一个礼拜6天，对不对？我们二姐是睽违9年回归开唱哈，然后这只猪呢，如果说你们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话，我是睽违18年回归开唱。哇靠，18年呢！而且跟你们讲，因为这次回归真的是太开心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下次的回归，就代表说我又被台风假或者是什么天灾人祸影响，没办法开台哈。来，今天我们集满5个彩虹，会有可爱的猪猪万圣节小精灵出现，唱歌给大家听哦。就用可爱的猪猪小精灵形态唱歌，应该是有点冲突，但是我觉得可以玩看看哈。对。散客这里是什么包？没有，是精明干练啊，是精明干练。散客，你们家玲玲呢？你们闪灵2人组不能啊，缺一不可啊 ，CP 不可逆啊。猪猪家还好吗？哦，谢谢大蓝烧神将。我们家其实都还蛮安好的，但是楼下不安好，基本上一旦有就是大那种就是淹水灾情的那种好大雨啊，我们家楼下一定淹。然后没想到这一次又吹起了17级的阵风嘛，我没想到说这次的风已经高达就是风速的上限了，我万没想到。对，我想说17级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就没想到这次三坨儿带来了17级的阵风，很夸张哦。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基本上能够屹立不摇的树跟能够倒塌的树，我完全就是两样情，你知道吗？高几率大部分都是倒塌的树，而且是连根拔起的那种，很夸张哎。然后但是还好我们家楼下因为算是比较新的大楼，所以排水系统还不错，不至于会淹水啦。应该说淹水是淹在马路上，但是我们家楼下地下室是没有淹水的状况。真是许久不见重出江湖，金毛干练的好久啊！美食逼二姐提卡，我不敢说是二姐，但是二姐付出了，我很开心。对，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到她在国庆的晚会献唱的那2-3首歌，我觉得二姐回来了。我感觉来之后那种一周破比一周大，开关先生把什么东西打开了，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10月过去应该不会再有奇奇怪怪的天灾出现了，拜托。18年的回归，对，回归科回啊，18年，对啊，真的好久不见。彩彩伊拉萨有萨跟江伊拉萨，欢迎哦。然后金跟明什么商检工就不是早金毛干练没回合，什么碰到底啦，阿恰德政猪猪零二姐是吗？不是，二姐都已经回归了，基本上回归的话应该是不会再开台了，但是我还在这里，代表我们是不同人呐，对不对？谢谢你们过来，真的好久不见。彩彩想要被塞芋头吗？彩彩连续开台辛苦了，谢谢大家，我连续开了6天，我好开心。然后学长，谢谢11月这样内经买那不要，我不想在首度资格上面，可以不要在首度时间就是拿出拼图这个这么可怕的生物吗？
但是也谢谢你们已经就是有算是购买11月9号演唱会首度资格的大家，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然后目前就是我们还是持续售票中啦，就是如果说您有其他预算考量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就是普通票券，还是目前现正热卖中。既然都来了，就2场都看吧，因为我们是2场截然不同的视觉跟听觉哦。B 剧院有开啊，还是 B 剧院太小声了？而且我最近很乖的，即使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开台，但是我还是努力的适应入耳式耳机。所以现在是用入耳式耳机跟你们讲话，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有比较，我的词汇有比较回来了。然后好，谢谢小天，如果 B 剧院还是太小声，可以跟我讲一下。少了灵魂要怎么凯哥？好，等一下，好渣的发言。然后我看一下。阶段是刘妈伊拉塞，连台风都帮我煮草，我谢谢台风哦。我看一下，就我都躲在家里，还没有被吹走哦，轻装，谢谢。然后 Angry 伊拉塞，谢谢你过来。然后10月过去，应该不会再看到这么大台，拜托不要再有台风了，我不想再放假了。没有同时出现过，对，没有同时出现过，没错。苦守外地18年。这猪是戒断 YT 18年这样子，所以很需要拼图号吧？不要啊，小店拜托，让不可以拉塞。主要是没钱雅晨吗？没有关系啦。等一下，雅晨没有钱，但是还是最近固定每个月加高阶会员，对你而言3200是32块的样子哈。等一下，洛尔是迪卡不是，你们好好的选字。刚刚太大声，所以缩小比较小声了。哦，好。所以现在的 balance 还可以吗 ？B 圈可以再小一点点吗？变大了是不是？而且，好，你们等我一下啊，这样子应该 balance 比较 OK。好，是16公主，小公主，大家，小公主，我终于可以开台了哦！我的天哪，之前的台风假完完全全见红就休的我，完全没办法开台啊！我们欢迎16小公主，吃饱了没有？谢谢你过来哦，记得吃饱。等一下跟大家聊聊天之后呢，猪猪就会开始把我们二姐的歌好好的唱过一轮哈。今天下午就轻松的来唱二姐的歌，然后如果今天有集满5道彩虹的话，那猪猪就会把可爱的小精灵的样态放出来，跟大家一起同乐哦。而且是万圣节限定小精灵哦。然后二姐不会吃兔，承恩，二姐不会吃任何一只兔好吗？然后。好，小天坏掉了，雅晨好扯，不会是他了。而且他说他没钱哦，但是呢，他3200也加好加满哦。然后还选纯赞助哦，真是不愧是大佬，是不是？这不是我们骚球吗？午安，我回来了，是不是豪气万丈？开关先生也谢谢盛虹送出一个汇集，应该是在狙击我们16小公举哈。班卓雄获得了我们盛虹的汇集哈，现在聊天，然后2个小时就过去。好，谢谢你的提醒，好，谢谢你的提醒。好，我今天会乖乖唱歌，好不好？而且不会吃，但是就是会吃，不是吗？没有，大姐伊拉塞，日常操作吗？好，对，日常操作，对，我吸一下口水。我觉得我今天讲话比较习惯了，太好了。我觉得入耳式耳机，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的词汇完完全全是不见的。对，但是果然这种东西就是要习惯。我今天词汇量感觉回来了，对，然后现在就只差就是可能熟记演唱会的歌词吧。你要说是因为宿舍不能煮东西吃吗？好，问公用冰箱会被偷吃，我知道的，雅晨，对我都知道。对，我们大佬基本上就是对我们3200可以加成32块的币值，对，然后都选纯赞助这样的，我了解的，雅晨没有问题的。什么口水怎么吸，什么500收，原来看到一个，不，趴趴熊，不是吧？不要再有台风了，我拜托，不要再有台风啦，拜托啊！是说你们的那个猪脚面线都吃了吗？我们最棒的高阶会员，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应该是没有囤积啦，对不对？台风假都放了这么多天了，应该是有好好的把它吃掉嘛，对不对？不需要囤积嘛，对不对？是不是？然后被拼图送的什么模糊猎人，我可以不要吗？没有啊，猪猪现在也没有在玩游戏了。因为什么入耳的事没有？开关先生，你的泪水，等一下，
这也是我们每个月就是都选择那个3200纯赞助的汤包总裁啊，伊拉西伊拉西，欢迎欢迎。说到这个啊，我们本月迎来了汤包总裁当家月。来，汤包总裁，您加我们高阶会员满半年了，满半年通常呢，您就是会成为我们当月的当家总裁。我们恭迎汤包当家总裁。汤包哥，请问您这个月要强迫大家纯赞助是吗？没有啦，就是当家总裁基本上就是可以决定说这个月大家要吃什么样的猪脚之类的。对，看说想玩死大家，还是说就像我们上个月小天就是用和平版的解决掉。对，那如果说汤包哥没有想法的话，就让猪猪这边决定这样子。黑人问号嘞，对，我知道，因为汤包哥基本上一直以来都是选纯赞助。我没有去游泳啦，即使我们下面真的淹的还蛮深的，但是还是没有去游泳。演唱会那种呢，带纯黑 T 又可以不要啊？亚成，我们亚总可以不要这样吗？我们有话好说嘛，对不对？对，今年台风都喜欢从南部从下面上来，对不对？口水爆之后另外一罐，没有，彩没有这种东西。小心我用芋头塞爆你，我跟你讲，野兽派对大家会很喜欢吗？我不要啦，我不要。我在演唱会之前，我要好好保养我的喉咙。对，我们知道有什么猛兽派对之类的，在11月之后再说。好，11月演唱会结束，安详的结束之后再说。对，是大佬。今天巡伊拉赛，上次呢看到二姐回归很感动，我也是而且国庆的基本上二姐开金口的那2、3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享受。派对开启住，不要到往死里打，不要啊！连续加满6个月可以用指定料理是住的这，对啊。然后如果汤包哥没有概念，或者是说也是想要选纯赞助的话，那就没有关系。对，就是看猪猪这边怎么决定。或者是说汤包哥这边就是说还是依然想选纯赞助，但是其他的总裁不见得想纯赞助嘛，就是说基本上大家有些还是希望可以获得就是好吃的回馈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就是算是下言，就是因为我们下个月就是趴趴熊总裁满6个月了，整个接力接不完对，就是说汤包总裁如果没有概念的话，对，我们可以顺延就是给趴趴熊总裁决定也没有问题，对，所以到时候我再跟汤包总裁稍微再私讯问问看好不好？谢谢大王猪猪看小天，别说了，你一次都加半年的，你在那边给我装死。好奇 Twitter 照片什么拍的也太刚好了吧？什么Twitter 照片怎么样？什么东西吗？然后芋头我不我吃过芋头，但是我自己吃啊，怎么可能再分出去，对不对？我去哪可以不要吗？对，然后见面会可以什么？当然猛兽派对可以不要吗？才1分钟而已，是到底要怎么猛兽派对啦？把猪举起来大风车，到底要怎么？你们是在跟我比说那个重训吗？是不是？看谁的那个肌耐力比较强，是不是？下个月全部都要给我纯赞助。雅晨现在也变成我们赞助大佬了。好啦，我会再跟汤包哥稍微确认一下，但是我相信他应该是不会强迫大家纯赞助啊。对，因为毕竟每个月3800、3200，实在是也是很高额高价，相信就是大家一定还是很期待我们回馈料理出现，对不对？你说内裤那个是我的姐妹贴给我的，其实我也不晓得说她是不是在台湾，或者是说很像下面有一些留言的朋友有跟我们讲说，很像是在越南的，对，所以很像不是出现在台湾，对，只是刚好那个内裤我真的是笑到快疯掉，我想说哇靠，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些内裤在飞？然后刚好就是算是刚好遇到了高雄算是风也是非常大的那几天，想说就po 上去分享一下，就没想到转推率这么高，已经快20万了，很夸张就像这里拉萨有那种很神的事情，什么的是，本频道一直以来就是3200比600块有划算哈，有很多大佬赞助就会见面看可爱就说，对，我觉得3200一向比600块还划算，一定是因为那个3比6还要再便宜的关系哈。1分钟场地派对用到当猛兽，没有，对，那天基本上虽然说我最近我的重训做好做满了，但是还是要维持我的气质，谢谢。光是想给你们一人一拳，不知道怎么维持气质哈。
好像网络上而且是 P 图的，是不是？对，那其实是网络上抓的，然后也有可能是 P 图的啦。对，我觉得即使 P 图也很好笑啊，超好笑的。明明什么 YT 会员买不起，你 YT 会员买不起，我知道，但是就是我们基本上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就说 YT 会员买不起，但是绿箭买好买满，还一次买半年1年的那个币值，很像是跟我这个小女子就是我们的宿命的币值不太一样哈。大风筝就开始再举2倍是吗？好好，开关声声举，都举好不好？买不起 YT， 等一下，就我们压死大佬，我们坚决不凡的海外大佬压死出现了，伊拉塞。压死的护身符还在我手上，对，我到时候再看要怎么给压死。我跟你们说，是压死私底下真的是非常非常温柔的人，他都喜欢在台面上欺负猪猪。他就是骨子里温柔到不行，对，但是会别扭。真的嘞，わかる，真的嘞那人。我们说拍台想到的画面什么啊？肌肉猛男哦，这可以，这可以的，汤包哥没有问题。这是 P 的，我觉得即使是 P 的也没关系啊，P 的很赞哎。不是啦，猪儿子不是妈妈的内裤，不是没穿就不会被吹跑的，不妨这样画一下。LF 爸爸把女儿们都画得这么漂亮华丽，但是为什么就不给我一件胖次呢？你们觉得到底怎么回事？会员好贵是不是？对，我们会员好贵，但彩彩就是对，不晓得为什么还是加得起我们3800、3200，不愧是现充彩哈。那看到什么我说派对气质，我讲不定是用中训。没有做乔轩伊拉塞，我回来了，才不温柔吗？啊，これがツンデレな人でしょ？ツンデレな人是不是？可以马上否认这样子，在皮吗？我没有皮啊，我超乖的好不好？我超乖的，就不需要泡，没有，还是需要希拉多利根伊拉塞，就设定就是那种no 胖健康法。然后爸爸知道台风风很大，要吹完了。先故意拉塞，我们今天是唱二姐的歌会哈，而且真的是久违的开台哦，真的是，我现在真的在开台中吗？我现在跟你们聊天的是我吗？真的是吗？还是说一样，这是一场美梦？那个突然会闷热会妇女病，牛妈整个也坏掉了，而且我看到牛妈也稍微跟大家稍微宣传一下，我们牛妈出手的商品预计在11月初。11月初会公开哦，让大家期待一下。牛妈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哦，起码不是真空的哦，那么出好奇也没有哦，这样你确定吗？ガラスちゃん、ツンデレな人じゃないか君が，我出脚的，牛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然后没有出手就出脚这样。好啦，支持你们啦！就是其实，在没有办法配信开台的这几天，其实也是会很担心说，可能流量啊，或者是订阅嘛，观众流失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担心也没有用啦，我们人只能向前看哈，就像那一件那个飞翔的内裤一样，不能往后看，就只能向前看，接下来怎么样好好陪伴大家。然后以及呢，今天回归呢，猪猪有准备一个很可爱、很小巧的一个。算是万圣节小精灵版本的猪猪，只要今天有集满5道彩虹的话，对，就可以放出来跟大家一起同乐，或者是直接用那样子的形态，然后唱二姐的歌会，我觉得应该也挺可爱的。对对对，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真的也好久没有办这种小活动了。牛妈今天画的银之匙好好看，好牛妈好，我知道，对对，那个银之匙，对我也非常佩服，对那个老师我很喜欢。长官，牛妈的脚做出来太厉害了。好，牛妈像黑人问号。松松老师いらっしゃい，欢迎吼。お久しぶりなんですけれども、無事に帰りましたよ。我回来了。真的是邓奶呀，真的是肥奶呢。这只猪猪，也谢谢大家在午后聚集在这边，然后刚刚好，其实。在忙碌完之后，一直也在想说开一个江蕙二姐歌会，然后就这么巧妙的，她在国庆回归了。对，那也接着就是猪猪今天在国庆以前，对我自己的回归，刚好也是可以开一个江蕙歌会，让大家也回味一下我们二姐的歌啦。来，我来准备一下。就可以啦，下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今天就用我们二姐的歌陪伴大家一整个下午吼，陪伴大家一整个下午，谢谢你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然后如果喜欢猪猪频道的话，或者喜欢
这一类台语歌曲的话，请务必一定要锁定本频道，因为猪猪非常喜欢推广台语或者是本土文化这一类的东西。好，然后总之好久没有唱歌了。而且有没有发现，我其实声音真的完全回来了虽然说这几天台风天没办法开台，可是就也好啦，我真的声音完完全全算是真的恢复了。当然，就是这一次生病还是有一些喘的，因为毕竟我觉得是因为之前 COVID-19 会让我们的气管跟肺部变得比较敏感，对。但是我觉得声音品质算是真的是回归了，真的真正回归，对。就什么时候要唱蓬蓬歌吗？我今天二姐歌会回归歌会，我可以精明干练一下吗？可以吗？可以吗？糖包总裁可以吗？对，休息啊，真的。就大家恭喜大赛了，咸丰草兄弟啊，台风天在家睡觉吗？兄弟，也谢谢咸丰草兄弟之前有在那个就是爸爸那边帮猪猪推荐的我们的卡夹。好，也就是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 BGM 是卡夹的钢琴版本。今天状况不错的话，我们唱完二姐的歌，我们真的可以再来现场卡夹一下哦。近期还是要注意吗？好的，是学长，学长你的鸡蛋糕我伫咧这礼拜5，我在这个礼拜5，我们学长相爱相杀香菜蛋糕，生日快乐哈，学长，你可以期待一下，科科。像不像担心就这气不够吗？我觉得气还算蛮够的，因为基本上我还是有固定重训，但是现在就是会有时候唱到一半会想咳嗽，对，就是会敏感。对，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感觉。病毒影响身体，真的影响还蛮长的。没有吗？工作吗？哦，好辛苦了。有时候生一些病是好事，代表你的免疫系统正常运作，也是吼。各位新来观众介绍一下那两个主播声音。雅晨，我觉得你的风格越来越像本频道的算是老高阶吗？对，他目前是持续是萌新啊，持续是3800萌新，24老。您的风格越来越像他了，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好吃吗？好吃吗？开关先生，对，然后也谢谢你们陆续有在筹备我们11月9号的罐头塔，我拢知样哈，谢谢你们啦，我好期待哦，很多的活动，对，都刚好都是在10月开始慢慢的运作，好，慢慢的运作，然后也刚好好啦，也好啦，反正好险，就是反正不管是台风还是我生病，都不是在大活动的时候，不然我真的会哭死，真的。他们也没有同时出现过，很合理，这样吗？老高好就大陆哥，因加入1年知道多少兔兔？我没有喜欢吃兔兔，没有，而且好像玩 on 哈。伊木兰妈妈26个月，你伊木兰妈妈居然在挖鼻是吗？我们的美男伊木兰妈妈居然在挖鼻，我不知道呀，开始讨论了吗？要开始讨论吗？这个好就交给大家了，麻烦了。这个老的部分，然后从一个。还有什么金蒙干练？不用，我们精明干练，我们可以说明精明干练，但不用说明金蒙干练哈。也是学弟啊，嘎拉斯酱，阿里嘎东，感谢第14个月的仪式组总裁，明明是初见，怎么就14个月了吗？这我不好说，对，而且我相信我们牙 S 默默潜水应该不止14个月了，我们默默潜水应该不止14个月哈，牙 S。然后还有就是最近有陆续收到观众询问说，我们之前75C， 也就是说牛妈出手的手拿灯，牛妈出手设计的那个手拿灯，是不是可以拿到我们11月9号？然后算是在下面挥舞，让猪猪看到你们。好，这个部分我也有跟米娜确认过，但是因为米娜这两天在忙，所以请静待。就是他回复我的消息，我会再跟大家讲。好，然后如果可以的话。相信有些新观众或许会想要购入，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下我的库存，其实我的库存那些原本是要拿来公关的，对，那目前还剩最后9支，但是我想说，如果大家真有需要的话啦，那也是可以再到我们之前的卖场下标，因为我记得我的那个卖场还是基本上那个链接应该还是有效的。对，那如果确定是可以带我们的75C 手拿灯在下面挥舞，让我看到你的话，好，那我到时候会再告诉大家卖场。如果就是新朋友刚好你需要，然后之前没有买到的话，我们最后那9支我就试出，可能就试出大概7、8支吧之类的，好不好？对，然后我看一下哦。你丢牛奶吗？你丢牛奶，我之前爸爸有推荐给我，我还在学。然后宏伟伊拉塞，75C 1点 Saber 怎么出现？Saber 伊拉塞，
哎、有压老就有 Saber 哎、你们真的，你们这案情不单纯哎、不是，我们 Saber 明明已经准人夫了，但有压老就有 Saber， 果然体现本频道一夫一妻制是吗？我好欣慰，太棒了。鸭肉老默默潜水在水里，我也这么觉得。经常放闪的 Saber 淡掉，鸭老果然吃醋了，是不是？鸭肉老烧鸭老，哎、鸭意思你回不去了，他们早就在一起，我就知道，果然一夫一妻制，对不对？两夫两妻制，就唔汤哎，安妮就唔汤哎吼。哦，好，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跟大家交代的？对，总之我今天真的可以开台唱歌了吗？我先来唱一首，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不好？我先来唱一首，看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在唱歌吗？我真的，二姐啊，我真的可以唱歌吗？来，我需要提神一下，让我知道说，我需要痛感的那些，你们知道痛感的那些是什么吧？对，有跟过我的跳痛歌会的朋友应该知道所谓的痛感是什么哈。对，我最喜欢给大家痛感了，那个又本土又痛感的东西。对，相信专业的你们都知道哈。哎，今晚我的麦克出现啦。好 ，OK， 今天一样是带着入耳式耳机来进行我们的歌会。汉迪伊拉塞，欢迎哦。目前的声音还 OK 吗？应该是有 echo 啊哈。我们的 reverb 应该是开起来了。真正一夫一妻制，一人一只鸟吗？所以养老好事好事。好，谢谢牛妈，好喜欢，从来都没有在一起。从20节，那为什么是20节？然后又开始傲娇了，对啊，你们都瞒着 Saber 嫂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对不对？又有 echo 了嘛，好。啊，我来唱歌，我的天啊！来吧，我们就从那个最痛的东西。这次的彩虹是3枪还是 YT？ 我跟你们说都可以，对 ，Long A 赛。对，只要我还可以唱歌，你们想在哪里彩虹，拢会塞啦，都可以哦。对，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你们想接力、接龙，想一次撒，或者是全包了都没有问题。我回来了，来唱歌吧。哦耶！哦，等一下，好大，对不起，太大了，太大声了，我刷进来。我的耳膜不见了，我的耳膜累积起来就可以吗？累积起来也可以，都可以。对，你们最大。我要唱歌了。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多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再想起退烧的恋情。Saber，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你说压抑死的哦，我知道了。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多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搁再
想起褪色的恋情。哦，在某个场合吗？你们记性真好了。在某个值得庆祝的场合，对不对？郑勋、他哇，而且那一天呢，其实是我唱错歌。我原本不是要唱这一首，但是因为他们曲风都太像了。过去的恋情已经变啊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褪色的恋情。我真的在唱歌吗？我的声音回来了吗？我回归配信了吗？我的声音真的回来了哎！哇靠，如梦似幻哎！夢であるようにのようにの，谢伊拉桑，丁爷，我欢迎丁爷，我们的准人夫，丁爷，红色炸弹发下去了对吧？我有看到，我有偷偷看到哦，丁爷居然没有跟我说，你以为这样子我就不会包红包给你吗？我跟你说，我会亲自带上红包，你给我等着。因为丁爷他这次很客气，他很像不打算收红包，对，但是我觉得小小心意啦，啾啾还是会包一个。我要过去丁爷那边吃肉肉，然后把红包偷塞给他。如果他不收的话，我塞给他老婆。一切都准备好了。欢迎大家，这是你唱的吗？好，他哇，你唱的真好听，犹如我们二姐般的，好不好？天籁，好不好？国庆晚会声音就回来了吗？哦，你说二姐吗？我觉得二姐这次回归的声音反而带了一些韵味回来，哎，就是她之前的声音很清亮，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带了更多的故事。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讨故事了。哎，不对，这是阿妹，对不起。啊，也是我非常爱的歌后。哎，马蒂欧伊拉塞，就要硬塞红包，都没有要收嘛，来吃饭就好嘛。哎，我吃完饭把那个红包塞在那个餐盘底下，然后就这样走掉，丁爷会不会生气？丁爷，然后我知道你的日期，我有在那个脸书看到你有发那个平台通知，对，但是我不知道我那天有没有办法到，但是我在思考说我是不是在你那天算是那个什么活动之前，快点过去一趟，对，顺便吃个肉这样子。好，郑勋，拜拜，保重。而且谢谢你们有听出来这首《褪色的恋情》，其实对，就是在凯丹喜事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丹哥跟文文那天在结婚的时阵，我无小心无注意，唱唔对去啊啦。好啦，我那天其实不是要唱这首歌，我要唱另外一首。我应该要唱的是这条歌啦，小白海花啦，阿娘喂。我那天就是因为太嗨了，然后其实我蛮紧张的，因为晚上的时间其实。我自己因为朝九晚五，所以我比较少联动嘛，然后就因为又是他们很棒很大的活动，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好好的祝福他们，不可以就是有什么出错，对，结果错好错满，歌还给人家唱错。我要唱的应该是《秀北爱花技术歌》才对啦，对啊，这样会不会被打扫人拿走？好，总之呢，我就故意漏一节在那边嘛，然后就是快速离开之前，丁爷有红包塞在餐盘底下，拜拜，就这样，拜拜，祝你幸福，拜拜。好，这样子他应该也没有办法退回给我了，对不对？这是太棒了，对，一切完美，真是太完美了，太棒了，朱迪卡，太聪明了，来，秀北黑话就可以啦，对啊，曲风跟名字都超像的。对，我那天我真的很抱歉，对，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讲好说要哪一首歌了。然后，但是我讲错歌的当下我没有发现哦。然后文还接得很好哎，我们知道我讲错了，但是他没有特别就是 cue 我，他就说哦是哦谢谢。
哎，是有声歌哎，伊拉塞。哦，迪卡超可爱5个月了，谢谢有声加入我们的频道5个月的会员，谢谢你哦。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一段有缘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失你的海岸，竟是永远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啊，离别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欢迎大家，今天是张惠2姐歌会，蔡老师，好可爱的名字，沈月怡拉塞。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迄段有缘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失你的海岸，竟是永远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啊，离别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秀北还好，这些老歌都是我的爸爸的口袋名单。他反而不太爱听，就是2姐比较近期的流行曲风的歌，他反而就是比较喜欢他们那个年代的这些曲风的歌。对，这些都是爸爸的口袋名单。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啊，离别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为之要还没有吃嘟嘟哦，但是欢迎来到迪卡那边的学姐也比较喜欢这类的老歌嘛。好哦，那你跟屯爸应该蛮有话聊的，而且又会泡茶。2姐的歌真的能听出年代，对他那个年代悬殊感差很多哎。对，然后咸丰草兄弟说彩色灯有，之前很像，我想一下，Double 老师是有给我那种复古电视的效果，但是又忙到没有办法去研究那些东西。彩色灯效果目前可以用哎，可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有彩色灯的效果啊？夜夜伊拉塞，欢迎来到我们的张惠2姐歌会，2姐回归了，好开心哦！对，听到她就是又可以上台唱歌，超级开心。我觉得，哇，抗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哎，就是亲自看到2姐，上台，然后她其实当下在唱《咖喱烂调调》的时候，其实她自己也语带哽咽了。对，所以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是一路看着我的姐妹，然后做化疗，然后之后到放射线治疗，我真的觉得这条路真的很不容易。对，又何况是9年。哎，是草草伊拉塞，草草伊拉塞，草草你下播了吗？草草，等一下，真的是草草吗？草草，我现在有点戒断到，我不晓得我是不是真的在开台。你们真的是你们吗？朱蒂卡真的是朱蒂卡吗？我真的在唱歌吗？我现在真的在配信吗？这真的是我的频道吗？草草，真的是你吗？你回来了吗？早就下了吗？好，欢迎草草。
哦，曹操没事没事，因为有扳手绝对是你啦，没事，我不是在讲派先生的事情，对我单纯是在形容说我已经戒断到就是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哪。因为我太多天没有开台了，都是因为台风弄到我，弄死我。对，野生的奇美拉出现了，我们欢迎巧巧，巧巧伊拉塞。最近事件很多嘛，的确是啊，所以其实也谢谢大家的提醒，因为刚好那几天都是在猪猪没有办法开台的时候，就是台风嘛，大高雄工业国整个沉沦了嘛，对，没事嘛，开都开好哦。对，所以就是观众也很贴心的有在 DC 提醒我说，可能最近如果有主动要扳手的 V 鹏鹏要注意，我们有通关密，朱迪卡精明干练，这个就是我的通关密，记下来。这个台风太坏，最后突然就不对呀，居然就这样子给我软掉，这实在是太不动逃了。虽然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来到了高雄，然后马上软掉是怎么回事？怎么了？怎么了？他都还没移动到我们的中北部，就这样软掉，实在是太有够不动逃，不行，真的太不行了。这种讲出来好耻吗？会很耻吗？超。然后金猛干练，就会吃兔兔。我没有吃兔兔仔仔，要不是地震的那种，顶多对。而且我们这边其实风大到17级，我是最近听我姐妹讲说，哇靠，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居然风有大到17级，已经到了上限了，难怪就是路边都连根拔起的树，而且真的是很夸张的那种，这种灾情过后的那种画面，完完全全出现在高雄市，真的非常夸张。太热了，也不行。长官。花完了吗？听说在那个恒春那边花太多钱了，垦丁恒春那边花太多钱，你知道吗？那边几位能答对了，是不是？都是垦丁太贵。对，最近有这种讲法，就是说三坨尔在那个垦丁消费太高了。但听说恒春还好啊，如果说你要去垦丁玩的话，住恒春其实价位比较不会这么高。我在找中山300里，中山300里，你们想要绕到下面，还是要北方我去帮助我吗？太棒了，万物皆可补。什么知道吃兔兔啊？对，说到这个啊，我觉得呢，如果真的是确认暗号的话，他如果说我金猛干练或者猪猪吃兔兔的话，我反而会相信他。是有军，可以。我们上次就这样子玩啊，一排的吃兔兔刷起来，让我知道你们是友军，真的是友军啊，对不对？感谢 V Stage 年少认证我们猪猪啊！等一下，我那个绝对是被官方背刺的，你们一定哪一个大佬去威胁官方对吧？是不是？我们官方非常的天真善良的，不要威胁他。对，山头直接没了。对啊，在高雄直接散掉跟今年台风那种台湾都自动避开。对，然后今年都直扑今年直扑的蛮多的。好险上个礼拜从小刘就赶回来。是，如果刚好啦，就是如果你们有出国的话，也希望不要碰到台风，不然真的是很麻烦。有次洗屏嘛，就是吃兔，对，就吃兔兔反而成为了我们的暗号这样子。对，直扑都是勇士，我们的中央山脉我们中央山脉可是很强的好不好？跟总攻一样，是不是？我就要期待我们三坨被我们中央山脉打散蹂躏塞满，结果居然没有，气死我了！继续光，我要来一点江湖味的。来吧，肯定那种新护国神山。这次气象武器没有收，然后上周六才有传嘛，他那天在台北放假，想说没下雨，然后就会追着跑，辛苦了养成，辛苦对，中央山脉是不是？中央山脉等着，居然没有等到，然后他就软掉了，忙完之后，然后听说没有，缺德的3根没有就讲我无吃拖那我别乱讲等一下，下去了，等一下，康丘芒下去了，等一下，康丘芒怎么下去了？等一下，不应该是这样的。好，继续挂跟着康丘芒。等一下，他下去了，你怎么下去了？为你的形影。要来笑想，日
是啥人听分线，情无结局就变寒。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梦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寂寞你看破。对，他怎么下去了？请问伴奏的声音还可以吗？精明干练，精明干练，我精明干练，上去领500。啊，对啦，起码还是有排好，对不对？阳伞在乱插，好吹3趟。欧洲人以来上也要期待周5放假嘛？不要再放假了，我想开台啊，我想唱歌啊，教练。为你啊的形影，要来消受你牵挂。是啥人听分线，情无结局就变寒。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梦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寂寞你看破。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梦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寂寞你看破。命是寂寞你看破。啊嘟嘟嘟嘟嘟嘟。啊 ，Seven 欢迎加入我们的猪仔专员。啊，镜头，哦哟。拉近有节奏巧思吗？我觉得就是刚刚好，对，因为这个镜头好像是他们自己判定的吧。嘟，宇宙大学华妹嘟，抛啊香啊，抛啊香我也还在练，你得练哪个抛啊香我还在练，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再把2姐的歌能多练几首，再多练几首。偷加的吗？啊，也就是说 Saber 嫂啊，可能不能跟 Saber 嫂讲是不是？啊，安内刚好。谢谢 Saber 啦，谢谢。然后咸丰草兄弟说：“猪猪声音可爱哇，谢谢。”通常我听到的评价都是：“哎，你声音好老派哦。”通常都是听到好老派这样，居然有可爱的成分吗？哦，对，那个是全自动的。对，因为我在开歌会的时候也算是会忙不过来，所以基本上这些系统都是让他自己跑这样。可惜不能加回总裁嘛，没有关系，你的心意已经超越3200了，好不好？你的心意已经超越了某种了，好不好？哎，给 Seven 嫂一个猫山王这样子吗？谢谢 Edwin， 谢谢你们。这首歌是不小心跑到下面的康丘吧哈，不小心跑到下面去了。等 Seven 跪键盘吗？不会啦，75块。
，79块一个便当的钱，应该是老婆大人应该是还可以接受啦，好不好？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没关系，我这个人最喜欢结交姐妹，对对，我们来聊一下，好，我们请 Saber 嫂来跟我聊一下，好不好？哦，保证聊完之后，他马上让你加3800，你信不信？好小，哎，然后曹生，谢谢你们，这个是我的名字迎来赛，什么声音听起来是过兔兔？声音听起来是过兔兔，你们要怎么分辨？我吃的搞不好不是兔兔，是猪，好不好？我常自攻自受，好不好？那在等你们的14天嘛，先加上也是可以这样。好，15块贵一碗卤肉便当，他下班跟他讲嘛。好啊，但是不勉强啦，因为其实我很感谢，就是观众们愿意带女伴过来一起地台，因为有些另一半，不管是男女啦。就是如果说没有接触这个 V 圈文化的话，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你干嘛抖内给一个就是纸片人动来动去？你抖内他很开心吗？对，他很开心。抖内他你很开心吗？对，你也很开心，我知道。就是因为来自不了解嘛，所以容易就是有争执。对，但是我觉得至少你们在这边代表他们尊重你们的兴趣啊，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另一半都超赞的，真的。猪吃猪，是，我自攻自受，没错。兔兔什么？蹦嘎脆吗？猪吃完。长官，你是听过是吗？但现在玩啊，2位结交成姐妹，但 Saber 还是要被罚吗？可能不止被罚，可能要加那个2倍的那个。对，学长，你知道我在讲什么？2倍哦，38乘以2哈，你知道那个币值哈？你要猪相识，何以是主这样子吗，大姐？你没办法带女伴怎么办？因为他们要那开台嘛。你是说哪一位老婆呢？我们现在知道开台老婆蛮多的。还说你说的是老公是这样吗？而且店里那个豚猪同村哦，对，那个啊，金奖脆皮烧肉，下次我一定登门拜访吃，好不好？因为每次我都是收丁爷寄过来的烧肉，很不好意思。对，下次我真的登门拜访，顺便把那个红包硬塞过去，然后马上走人，这样给街头艺人全是抖内给。什么有管艺人又是什么东西？刘妈有管艺人是什么？你给我讲清楚。好啦，总之不管是您本身是个大弟弟，还是说您的另外一半正在努力的了解说就是低台的乐趣，不管怎样啦，都感谢啦，感谢。来，接下来我们将会2姐还有很多首歌要带给大家，希望他不要再下去了。对，我说的是歌名。来，我们日本有爱豆的，好，我们日本有爱豆的，台语界的爱豆的，我觉得绝对就是这首歌了，好不好？爱豆的这首歌就是在讲艺能界嘛，对不对？無敵の笑顔では分かす、無敵の笑顔で分かすメリア、知りて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こと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な君は天才的なアイドル様。在讲艺能界嘛，我觉得日本有爱豆的，我们台湾有艺界人生啊，真的，我觉得这首歌你们仔细听听，真的也是在讲艺能界啊，是不是？不愧是2姐。油头艺人，黑人女郎赛。等一下，好大声，太大声了，这实在是太大声了。等我一下，我调整一下。不要再说我推了吗？好，很痛是不是？太痛了。是台语界的爱豆的就是这些歌啦，给改人生啊。6对前奏已经响起，舞台顶光闪闪烁烁，将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性。不固定定的改人生，暖暖都变人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6对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
做个人生酸的滋味。一姐也是很需要一台卡车嘛，开关先生。啊，吴谦老师伊拉塞，怀旧一下哦，是，非常怀旧的这首歌。对前早已经响起，舞台顶更相相惜惜，将啥表示你对阮的热情啊！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性。啊，步步停停的改人生，温温暖暖都变宁静。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啊，对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生酸的滋味。如果喜欢这一类非常复古怀旧的二姐的早期的歌曲的话，等一下会更多哦。这些都是我爸爸的口袋名单，我就为了爸爸把它练起来了。对，非常本土而且很怀旧的曲风，全部待会都会唱出来哦。啊，步步停停的改人生，温温暖暖都变宁静。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啊，对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生酸的滋味。哇！是我们的超劲爆萌新，爆，多么的劲爆！一次加绿界，1年份的萌新，我们的萌新价值3800，来我们的频道不准说自己萌新，一句3800，但对他们而言，这个币值不过是38块。也就是说，我记得超劲爆总裁那个时候在绿界一次加了大概5万多，对他而言不过是500多块。谢谢劲爆，谢谢。原来劲爆总裁，你当时是听到这首歌，然后就成为本频道的会员了吗？原来是这首歌吗？这首歌是开端，是不是？感到你还年轻吗？开关先生，没有问题，我把你们老成老派的开关打开了，你们都可以，我们一起忘年，好不好？我们可以成为忘年之交，我们一起耳顺。那这个以偶像曲风改编的，我觉得偶像曲风改编起来，其实这首歌也是可以非常的下趴，知否伊拉塞，然后我看一下哈，对，劲爆总裁被炸出来，居然是这首歌，是总裁，就是劲爆总裁，成为我们频道的开端哈。猜一猜你在嘟什么？在嘟什么？在嘟什么？然后猜出伊拉塞，对，萌新我超嘛，别这么说，他哇也是大家的超，不是吗？是不是？不只是大家的超，也是大家的公，大家的公，他娃娃。谢谢大王有猪猪看，嘎拉斯讲，你现在也是我们的总裁，是尊爵不凡的海外总裁哦！不要在那边给我装。从猪猪老歌播放清单可以呀，只要你们待得住的话。我的老歌是老到你们会很痛的那种哦。我的爸爸听的老歌是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哦。贵贱大佬嘛，别这么说，薄荷，你也曾经是我们的大佬。我们薄荷都上上下下，你少在那边给我装死，薄荷。财叔伊拉塞，欢迎来听我们二姐歌会哈。路过的吗？嘿，路过的。然后之前我们从5000会籍的时候，大概送了大概2000会籍哈。你说你路过的哈？好啦，谢谢。来，二姐以前的曲风的老歌，就怕你们承受不住，好不好？要不然爸爸基本上他喜欢听的，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让你们觉得很痛的曲风。也就是为什么我的频道常常会有跳痛歌会，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都 hold 得住。哎，等一下，他去哪里了？我不是已经复制贴上了吗？的这些歌要老
我不知道这首歌多老，但是基本上这个也是爸爸以前很喜欢的那种年代感的曲风。哦耶哦耶哦耶！哎，对，教授歌单那个已经是一山有一山高，我真的斗不过你们。这个就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老歌曲风，为了爸爸全部学起来了，你知道吗？哦。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唔通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人生，离开我唔通孤单来孤单，因为你违背我。爱我只是想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啊，不想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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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永远不想伊。你们都 hold 得住哦，不准给我退订哦。你们像谁离开都瘦，知道没有？你们给我 hold 住哦！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唔通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人生，离开我唔通孤单来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无我怎样再去？爱我只是想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啊，不想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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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永远不想伊。符合5000老师的年代吗？有没有年代感就出来了？对的，默默拿出瓜子，还是泡杯嘛，是会塞了哈。谢谢大家聚集在猪猪频道，我今天回归，真的在唱歌给大家听，好不可思议哦。然后今天想说跟大家办一个小小的活动，如果今天集满5道彩虹，不管是在三枪还是在外踢，就会有可爱的猪猪小精灵哦。因为你违背我，无我怎样再去？爱我只是想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啊，不想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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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永远不想伊。哦耶！哦耶！而且今天准备的那个猪猪小精灵是万圣节版本的，你们可以想象那个可爱的万圣节版本的猪猪小精灵，然后唱的这些非常老派的歌吗？我最喜欢这种冲突感了，我最喜欢了。对，谢谢你们。然后黑夜已拉塞，神月已拉塞，谢谢你们哦。如果刚刚没有打到招呼的话，可以多刷几次哦。你们的留言让我看到你们，好不好？开关先生的爸爸是500那一派的，500老师也很赞啊，500老师超赞的。说到洪一峰，我真的追不上你们各位教授哎，你们内心里面那个教授魂，我真的是我追不上，我真的是甘拜下风。冲突感就是赞啦，真是。好啦，如果真的有机会集到的话啦，大家量力而为，量力而为。好，我喝个水。好 ，Hello，这位雾先生，谢谢你过来，上班中吗？好 ，OK， 挂台辛苦了哈，我们继续。
而且就很刚好了，现在在唱这种老派的曲风，然后右手边就出现了，就是下一首歌也是非常老派的，也是爸爸的口袋名单。文夏可以吗？哦，文夏这个我真的，文夏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文夏、文香老师他们太屌了，他们的东西我就真的没办法。对，那个年代真的不太一样。我顶多可以跟我爸爸请教说，好，爸爸你很喜欢的二姐的曲风是什么？然后我尽量去学。大概就是你们现在听到这些非常非常比较像日式曲风的这些东西，对。但是要回归到文夏、文香，我靠，那个年代又更加的久远。下次我有机会再去听看看了，好不好？手机到位大赛，然后下一首歌也是哦，也是爸爸的口袋名单。这个我也是，我还会不会唱？我忘记了，因为哇，天哪，听到好怀旧哦。这首歌叫做《无奈的伤心》。哇靠！你们都给我 hold 住哦。对啊，基本上都是爸爸的爱歌。哦，我这个年代感马上出现了啦，赞啦！等一下，前面怎么唱？等呢！孤单一个窗仔边看。啊好啊，袂晓唱啊。小雨落咪咪。啊好，我这首歌是还没学吗？等呢，前面怎么唱去了？啊好。酒一杯搁一杯，分一支又一支，只有家庭无奈的伤心。是我放你去，是我放你去，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无奈的伤心。奇怪，我这首歌有开出来唱过吗？为什么我忘记前面怎么唱了？大家说神教你给我好好选字哦。翻车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说这首歌我没有开出来唱过？爱雷拉塞，奇怪，这首歌我开出来唱过吗？要不然前面我怎么会忘记呢？孤单坐伫咧窗仔边，没听过嘛？啊好啊，这首歌我真的无唱过。茫茫夜港边，不是街边哦。小雨落咪咪。滴落着心头冷叽叽，他前面不会唱。酒一杯搁一杯，分一支又一支，只有家庭无奈的伤心。是我放你去，是我放你去，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无奈的伤心。塔塔，谢谢你的加入，我完全忘了前面怎么唱，而且我根本没有开过这首歌出来唱，我斗胆开出来，只知道副歌怎么唱。谢谢塔塔带领着野狐们的降落，谢谢你们，塔塔，妈妈，辛苦你了，开台辛苦了，伊拉塞，谢谢你们。我们唱歌很老派哈。酒一杯搁一杯，分一支又一支，只有家庭无奈的伤心。是我放你去，是我放你去，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无奈的伤心。哇靠！原来我没有唱过这首歌，是不是？我想讲我应该唱过啊呢。
哇，谢谢！我们在这个《波奈苏西》的这首歌迎来了我们塔塔的降落，谢谢塔塔，谢谢野狐。我今天总算可以开台了，因为我是见红就收的猪猪啦，所以我之前的台风假一天一天的没有办法开台，因为高雄整整放了大概5天还是6天，对，连续放，连同礼拜6日来算的话。没有办法开台，所以我真的有点戒断。我想说，我现在真的是在开台吗？塔塔真的降落了吗？野狐真的来了吗？我现在是朱蒂卡吗？我在做什么？我在唱张惠的歌吗？是我吗？是你们吗？我在哪？我是谁？对啦，我真的回归了，谢谢你们啦！我们二姐暌违了9年。俗话说得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只猪6天没开台。总算下来，我还知道83等于88，不是83，对不起，63等于18杆。我还知道63等于18哦，没有算错哦。谢谢劲爆萌新，感谢。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次大家很喜欢猪猪献给大家的祈福平安猪脚。我这次因为9月份真的是整整生了大病，那个大病一场，所以。真的是平安就是福，对，所以特别就觉得说啊，除了和平的猪脚之外，也可以顺便帮各位祈福，然后为各位带来就是面线、平安面线以及平安符献给大家。哦，谢谢金宝萌新啊，谢谢彩绘聊天室，谢谢金宝萌新出手了，哇靠！啊，对不起，我刚刚顾着讲话。哦，金宝萌新出手了，我的天哪！谢谢啊！就是无意安内吗？啊，谢谢金宝萌新出手了，完成我们今天的第1道彩虹了，谢谢！哇，这道彩虹也献给大家，谢谢你们，谢谢金宝萌新，感谢完成了我们今天的第1道彩虹。今天呢，因为是非常开心可以回归唱歌，所以今天猪猪有准备一个万圣节很可爱的猪猪小精灵，想要献给大家。那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好久没有玩彩虹梗了，想说我们集满5道彩虹，不管你是在 YT 还是在绿界或是在3枪都可以，大家方便就好。对。然后如果5道彩虹出现的话，猪猪就有机会用非常可爱的万圣节姿态，然后唱这些很老派的歌给大家听。我最喜欢这种冲突感了，也谢谢我们金爆萌新完成了我们今天的第1道彩虹，谢谢。那如果说想跟大家一起玩、跟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问题，因为知道这个时间大家可能要工作，可能要开会，甚至有一些学生族群，想要一起玩，但是基本上可能没有办法像大佬有这么多娱乐费之类的也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用接力，或者是说小额赞助，让其他如果大佬有余裕的话。看要不要帮您补上什么之类的，那个都没有关系，不勉强，大家玩的开心比较重要。总之我今天可以唱歌，我超开心的，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我的超号，对，赞777，谢谢，感谢完成了第1道彩虹。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4道是不是有机会解锁猪猪可爱的姿态，然后唱这些非常老派的歌曲。不过会不会就是之后解锁，然后老派歌都唱完了？因为二姐的曲风其实悬殊蛮大的，就是说我现在要唱的这些老派的歌曲都是爸爸的口袋名单，然后这些口袋名单唱完的话，其实我大概还有1半以上的歌单是比较流行乐曲风的二姐的歌单，对，所以我们来拼看看，谢谢金包萌新，你们都是我的超吼，不要在那边给我装吼。是误会了，你第1次来吗？美国主播周边，好，我们这边是那基本上也好小也得好小撒回。我的周边都买好买满，而且每次有时候都买2份，最好是没有买过然后我看一下，明有伊拉塞，有猪猪算吃饱了吧？对，就是唱歌之前不敢吃得太饱，所以基本上代餐稍微补一下精力。而且今天可以唱歌，其实我超级开心的，也没有吃得太饱。待会唱完再看要去吃什么好了。この配信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来，你懂？谢谢，真是我们的学姐，谢谢你，
你学姐，哇，学姐出手了，我们2道完成了，而且3枪，我3枪是不是？我3枪有没有亮出来？我看一下，谢谢你们。而且因为3枪，基本上因为台风假的关系，所以已经有好像超过几天，它就可能没有办法有显示那个效果的那个卡片出来，除非就是今天有人再次赞助才会有那个卡片的效果。感谢学姐完成了第2道，你们还有3道就可以解锁，就是猪猪用可爱的姿态然后唱老派歌曲。好有趣哦，我们谢谢学姐，学姐谢谢你加码，我们1道彩虹，你放心，你礼拜5的那个香菜的那个蛋糕我会帮你加好加满，好。我对你的爱有多深，代表那个香菜有多多啦，好不好？哦，爱恨交织。这说彩虹 SC 要做什么吗？哦，今天想说回归，而且也好久没有跟大家玩彩虹。然后因为今天猪猪有准备一个很可爱、很小巧的一个小猪猪精灵。然后如果今天有集满5道彩虹的话，我会把小猪猪精灵开出来跟大家互动。然后配上这些非常老派的歌，我觉得那个冲突感之有趣的，希望可以实现一下。但是大家量力而为没有关系，好不好？哦，谢谢你在黑人文哈什啦，你在黑人文哈什啦。好，期待一下你的香菜蛋糕哈。然后关于伊拉塞，感谢到有没有猪猪看吗？别这么说，阿恰，大家都是大佬，到时候拿蛋糕会是完美的墨绿色吗？这我不好说，师姐，你可以期待一下您的生日蛋糕是多么的香趴，多么的冲突感哦。而且我香菜蛋糕好像是第1次制作，你可以期待一下。小白老师伊拉塞，好期待香菜蛋糕长什么样子吗？其实我也很期待，对，而且我一直很想做香菜蛋糕，但是一直被台风扰乱。好啦，总之这些活动一一会在10月份一一的把它完成，好不好？不管是高阶会员的回馈，或者是说接下来我们紧接着的一些可能联名活动，或者是一些重头戏，可能11月9号的演唱会，都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锁票支持吗？怎么锁票？对，就是你们的小卡刷下去就对了，对。目前 VIP 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是如果说您对有点类似2.5次元的这些演唱会活动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我们聊天室的置顶连结点下去。猪猪即将在11月9号进行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演唱会，当然是跟其他 V 鹏鹏或者是算是 V Type 的朋友一起演出，也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我们其实从年初就已经开始筹备了啦。对，那跳脱以往就是可能 VTuber 的表演形式，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既期待，然后又很担心表演不好嘛之类的。对，因为毕竟这样子的舞台没有尝试过，可是尽其所能的，我是尽量的，就是不管是任何的舞台吧，不管是在2次元的舞台还是3次元的舞台，我希望我可以尽量的把握，然后把最好的我、最好的猪猪留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既然都来了，2场都看吧。如果说你有预算上的考量的话，我们的普通票目前也是热售中，好不好？目前我们也是可以把普通票买起来，2场都是截然不同的服装，以及截然不同的曲风跟什么曲风跟歌曲嘛？对，好，不管希望都可以看到大家，好不好？麻烦你拉塞。饿了吗？没有，吃兔兔好梦哟。然后看一下哦 ，V Chen Ho 伊拉塞，欢迎，真的很特别呢。好，很特别吗？其实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尽可能的就是希望色香味俱全啊，好不好？期待又害他受伤害，其实我们也会的。VIP 会被锤吗？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肌肉量，我真的很想倒打你们一顿。再说我彭嘛，说我金猛干练嘛，对。但是我觉得当下应该锤不下去，因为会笑场。我觉得看到你们开心都来不及了哦。拜托了是什么啦，开关先生，你们真的怪怪的。这就是2个江蕙吗？不好说。但是江蕙2姐付出了，我很开心。对，可以再继续听她唱歌，我很开心，而且我会期待她接下来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不知道会不会有新曲发表啦。对，开始收集仇恨值，真的笑场2个都尬着。我就看那你每个人1分钟到底谁比较尴尬哦。对啊，但是我很开心，我们这次的 VIP 的票真的是在5分钟
啪啪啪的完售我真的是最开心的是这个，好不好？什么金门概念面，你最好11月9号给我出现但是压 S 我知道，就是毕竟是跨海，对，没有关系，好不好？就总裁们想被锤，下跪跟迪卡说话。我觉得不知道，如果真的想要玩一些求婚形式的话，我再跟米娜确认一下，我觉得应该没有不行，对，确认一下就好。所以这样不尴尬就会有5NA 吗？5NA应该不好意思，就是对这只猪可能比较不太会发放这类的福利，但是你们可以跟你们那个老公们索取啦，只要是你们各位老公们非常乐意给你们5NA 啦，吼，对不对？周边生产了吗？啊，谢谢我们的阿崔，收到周边，对，阿崔，哇，阿崔你真是我的小能手、小帮手，谢谢阿崔加入23个月的仪式做总裁哈。然后说到这个，对，我忘记宣传了。我太多东西要宣传了，你们等我一下。因为这一次的我们演唱会限量周边呢，除了就是 VIP 资格可以获得我们的娃娃之外，那我们这次的纪念周边呢是另外在兜售的哈。那另外在兜售的部分其实是不管你们买什么样的票种，可能基本上是不含在里面的哈。所以这次的我看一下，这一次的纪念周边，目前我们是以预购的方式，当然我们现场可能会有现货，可是现货的话，其实我们也不敢抓得太多。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在我们聊天室有看到猪猪贴的这个，就是买动漫的这个链接，欢迎你们先点进去挑选，就是我们这次的纪念周边，喜欢的话，我们建议真的强烈建议先预购起来。对，因为我们现场的货不敢准备的太多，因为也担心说不晓得这次我们的演唱会算是比较试水温的一个表演形式，不知道大家接受度怎么样。对，但是如果喜欢的话，你先预购起来，我们会比较好抓数量。那预购只到10月11号，也就是说快到了哦，希望大家尽早预购起来，比较不会就是哇，万一当下你们有想要的啊，万一真的是就是该怎么讲，反应还不错的话，又买不到，这样很可惜嘛，对不对？龙飞拉塞。对，或者看资讯栏也有，谢谢雪玲宝贝。对，我们预购只到10月11，所以呢，希望大家尽早预购，好不好？因为真的也担心大家万一当下想要抢购的话，也没有抢购的那个份数的话，很可惜。预购吗？谢谢你们。VIP 的票券除了娃娃都要买，其他票券全部都要买，大概是这样。OK， 不愧是他娃，谢谢他娃萌新，对，就是这样。依旧得ございます。我们这次的周边其实就是基本上跟票券是不含在一起的，除了你们 VIP 的首度票券呢，里面是有含一只可爱的娃娃以外，那其他基本上都是分开贩卖的。好，我们的阿英师出现了，伊拉塞，也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很久没有跟大家玩彩虹了，所以今天就调皮一下，跟大家玩，只要集满5道彩虹，就会有猪猪可爱的万圣节姿态出现，然后唱这些老派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庆祝回归。我们目前来到了2道彩虹哦，感谢我们劲爆萌新以及我们的学长，我们的小李玲学长的赞助，好不好？对，我们来到了第2道，那希望今天有机会用可爱的姿态，解锁，跟大家一起同乐我们的2姐歌会。阿英师你坏掉了，阿英师是做烧麦做到累了坏掉了。钱包也真的需要那个酷酷的立牌嘛？喜欢的话就先预购下去吧。也谢谢雅晨，谢谢，也谢谢阿吹提醒猪猪，因为猪猪真的太多事情了。对，10月份开始真的陆续很多东西开跑，然后。总之好险啊，好险就是9月份生了大病，没什么活动，好险。然后也好险10月初呢，3坨来到了高雄，对，17级阵风吹垮了高雄，然后也好险没有排什么活动，对。总之希望一切就会当顺心，希望一切都顺利，不要再有什么台风风灾了。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可以开台不可思议，我的天哪！谢谢乔轩，刷起来，预备吗？好，预备了吗 ？OK， 不是预备，是预购，对不起。但是你的钱包大家应该会坚强的吧？没事的，你们1秒钟几10万上下，是不是？3800、3200都可以加成38、32块了，不用担心，是不是？各位我敬爱的大佬们，好不好？然后真的是现在超可爱的吗？好吧，谢谢坏掉的你们，谢谢专情的你们，好不好？好想压老吗？猜，太棒了！我就最喜欢你们这样又骚又浪。既然刚刚都已经把宝贝唱出来了，我们下一首，我们来宝贝几嘞？这首歌我很喜欢，它非常安详的氛围吧。
顺便送给大家，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真的是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利平安啊，希望一切拢会当顺心，好不好？很适合送给大家。宝贝，怎么肚子好饿哦？也感谢我们拼到了2道彩虹喽，谢谢你们啊 ！Oh my god， 小天！当我清风一直吹，我尽力了啦！心事要讲话详细，有时闷闷想几暝。等无结果，你来坐，双手头鬃渐渐白，真爱啥人会出配？无讲出来一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事业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心，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问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就算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To be 拉塞，欢迎来到我们将会歌会，感谢小天完成了第3道彩虹，谢谢你们！而且今天大家都用绿界，谢谢你们！我绿界也好久没开启了，看一下哦。双手头鬃渐渐白，真爱啥人会出配？无讲出来一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事业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心，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问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就算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定定无声头咧咧，看着混乱的土地。情深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情深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
谢大家，这首歌也献给大家。望天替咱保庇这个家吼，宝贝，哇，谢谢你们。好，然后我看一下刚刚，这个应该是垂直吧。好。谢谢你们，今天不管是三枪绿界或者是 YT， 也欢迎大家解锁。有5道彩虹的话，猪猪就会用可爱小精灵现身唱老派的歌曲给大家听哦。目前我们来到了3道，然后绿界，哇，绿界现在好像没有办法有那个刚刚的显示，很可惜，因为我刚没有开起来。但是3枪的话，如果你们有投的话，待会是会有的，因为我已经大概6天没开台了，所以3枪目前的那个显示卡是不会出来的。但是如果待会最后的2道你们想用3枪赞助的话，它是跑得出来的，不用担心。它现在跑不出来是因为6天没开台，然后它就会把那个，总之系统就会不见。6天没开台，系统就会不见这样子。6差点哭出来吗？就是唱太好了，真的假的？刚哪位大佬丢彩虹？小天，哪位大佬？你好意思说？谢谢小天，马克先生伊拉塞，感谢。你们好棒哦！你们已经快要解锁可爱姿态，然后唱老派歌曲的猪猪了。对，太久没开会被吃掉，所以3枪目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猪猪没有吃任何的东西，没有，它只是显示不出来。对，显示不出来哦。对，一堆大佬好意思说 Saber。我每次看到 Saber 都想到他之前就是吃不到饼干，就觉得超好笑。Saber 吃不到饼干，一直在哀嚎这样子。超级好听吗？谢谢特别，也谢谢你特别过来。我们今天是将会2姐歌会，然后不管你们觉得好不好听，我觉得最开心的是我自己，因为我真的可以唱歌了，好不好？谢谢猪猪，让我有大佬看吗？我跟你们说，在聊天室的，如果你们是初见或者是刚过来的朋友的话，我跟你们说，通常会这样子刷的，基本上100%，好了，我们说96%好了，基本上都是我的高阶会员，他们就很爱装死，马克先生伊拉塞，你看像那个雅晨那个群老厨，我这个也是，好不好？这些我的高阶基本上都很爱装，好不好？什么都想被这样吃掉，阿医师不要再出现安了，阿医师。好了，出镜安然后欢迎来到我的初配信，谢谢，我真的对今天初配信，什么东西都不会，请大家多包涵，好不好？对，不知道怎么开台，对，精明概念，谢谢。你看大姐，这个大姐也是，对，我们大姐在我们高阶会员上下，好不好？他们也都是大佬，这样可以吗？然后谁在装？不要理你们，你们都已经解到只剩下最后2道彩虹了，还在那边给我这边装死。歌姬猪嘴吓死吗？做鬼！天哪，图比谢谢，但是我以为你要打的是做鬼也风流。谢谢你们啦，也谢谢图比，你们都是大佬，不要这边给我装，只剩最后2道就要解锁，还在这边给我装，再装啊！什么兔皮肉质很柴，很好吃，我不要理你们。好啦，紧接着这首歌呢，如果你们有听2姐回归的国庆晚会的片段的话，这首歌那一天她也有献唱出来哦。猜怎么吃过吗？这我不好说，对，但是她绝对吃过，好不好？对，兔比是大家的宝哦，大家的。咖喱浪调调。我忘记这首歌是不是要升 key 了，我先唱看看哦。我那天也是听2姐唱这首歌，听到鸡皮疙瘩，哇！
事予人想袂晓，需要一个金甲头。我要家己咱条条，予我陪你手工条，分担你的忧，你的唱甲你的哭，哭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家己咱条条，予你袂惊袂孤寒，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小峰，小峰晕了吗？小峰是在开车头晕是吗？雅晨，你不要这边给我装。我问你们，他这个是原 key 吗？我怎么觉得很像有比较低耶？好低哦！我升一 key 看看哦，看一下是不是升一下。我要家己咱条条，不免惊见笑。世事予人想袂晓，你需要一个金甲头。我要家己咱条条，予我陪你手工条，分担你的忧，你的唱甲你的哭，哭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家己咱条条，予你袂惊袂孤寒，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甲你咱安安。果然，我觉得这个才是原 key 耶，它很像有降了一 key，想说奇怪，怎么很像低低的，好低哦，跟你们一样。江辉在唱现场，小天总裁，你过奖了，小天总裁。各位总裁们应该都有收到猪猪为各位的祈福猪脚、面线还有护身符了，对不对？对，谢谢你们。然后压 S 的目前扣在我这里，好，压 S 的，也谢谢我们尊爵不凡的海外高阶压 S， 以及我们各位尊爵不凡的面线，我们的总裁，我们的萌新萌总们。阿广准备在偷吃薄荷吗？哎呦，贵圈真乱，我好欣慰。猪脚吃完了吗？谢谢你们，要尽早吃哦，好不好？才会新鲜。大家都挂着出门了吗？好，而且那一间土地公庙是屯爸特别爱去，它非常的香火鼎盛，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像大寺庙这么的大吗？它是一间坐落于巷弄之间的小小的土地公庙，但是非常灵验。可爱费，好，可爱费，等一下，它的是三枪吗？哦，我看一下，等一下，可爱费，他怎么没有投钱的那个声音啊？居然是长官，长官出手了 ！Oh my god！ 长官，谢谢你的可爱费！Oh my god！ 我们现在已经剩下最后一
老派歌曲了，我天哪！哦，刚刚在放演唱会片段吗？没有，刚刚是我唱的，不要这样，慢慢呢，我们不要亵渎二姐，好不好？对啊，没有零钱声，我想说哪来的可爱费？谢谢我们长官的可爱费，长官你会不会这一抖？然后就被夫人罚跪算盘了。我不要害你罚跪算盘呢。哦，听到怀念的歌起来吗？就是唱的好棒吗？谢谢小峰，也谢谢你加了5个月的猪仔专员哦。你们全部都是大佬，好不好？哎，你们好棒，你们要解锁可爱猪猪了，只剩最后一道，你们超赞。谁偷吃薄荷？明明薄荷咬上来了，好骚哦。公务车上老婆东西越来越多了是吗？不好意思，塞得满。我就是要把你们塞得满，不管是车上还是房间还是皮包，塞得满，好不好？我没有偷放 CD 啦，小天，我没有偷放 CD。哦，谢谢你们哦，群老吃我，牙医死，不要在那边群老吃我了。看到真的呢，还像哦，你用钱范围内接到每天吃泡面了吗？别这样，各位大佬们，别这样，大家要力有尾嘛。你们说要吃泡面，结果这样解锁到最后一道了，你们真棒，好不好？你们好棒啊！哎，我刚刚讲到一半，然后那间土地公庙很灵验，它是虽然说就是麻雀虽小，对，虽小，不虽小啦，哈。他那间土地公庙拜了会幸运呐，不虽小啦，就是小小的，但是很灵验。那每到土地公伯伯生日的时候，那边更加的夸张，也就是说，它是一条小小的巷弄，但是因为那边土地公伯伯太灵验了，所以大家供奉的一些可能礼物啊，或者是一些祝贺的花篮什么的，基本上感觉有点像封街之类的那种感觉嘛。对，就特别去那边，然后把猪脚稍微过香，然后祈福各位蒙总们。对，就是迎合各位的职业啦，像是可能在医院没有办法说生意兴隆，或者是修车厂的总裁们没有办法说生意兴隆，可能就说平安顺遂。但是如果是大老板们，例如说可能阿吹呀，或者是说需要生意兴隆的这些行业，我就会尽量说生意兴隆这样子。能吃泡面吃那我就吃土。刚刚是讲你吃土了，怎么还加我们的3200呢？哦，对你而言是32块嘛，我知道哦。欧乐波每天吃泡面之后忍着不出手。每天吃泡面实在是太辛苦了，不如加个3200每天吃。我就说这是我们蒙总的价值观是这样子的哦，这是我们快点把这个王品省下来，加个3200，我们就可以吃芦丝葵了，对不对？你看，好一个芦丝葵，对，好一个省钱，这个就是蒙总的币值啊，蒙总的价值观啊，我跟不上啊。把钱省下来，我们把王品的钱省下来，加3200就可以吃芦丝葵了。这真的是哇靠，哪来的币值？才刚刚从台南进币，不要啦，不要吃土啦，拿去虽小无上去睡楼下炒下水还是可以的吧？是，感谢09，是09，欢迎你过来。他的土比较会来贵这样子吗？然后土是孔金的有啦。然后咬猪好鸡，哎呦，你咬猪好鸡哦，好浪哦！吃土配砖头可以不要这样吗？少吃一碗泡面就可以吗？没有，我们超劲爆萌新，基本上说王品吃不起，只好加我们1整年的萌新，5万多撒上去，每天吃芦丝葵，是不是？好，只要加上去，包你发大财，好不好？是不是？发，好。你说到这个扛把子这首歌，我也该练了，快把它练起来。对，都没吃过。好，开关先生，只要你加了我们的蒙总，保证你发，是不是？大佬世界好难懂，是不是？我只会让你们更加的财富运，是不是？聚集于你们的蒙总啊！只要一加蒙总，保证发财，好不好？发财金3800、3200，请加，谢谢。就本频道的发财金3800、3200，保证发这样子，快乐发。安安09，谢谢你过来。好了，我又在跟你们讲干话了。好啦，总之呢，谢谢你们的解锁。我们紧接着是不是可以在今天露出可爱的猪猪小精灵，唱上老派的歌？不管怎样，先献上这首歌。我回来了，大家哦，总算真的可以开台了。也谢谢你们，感谢大家的彩虹哦。给
新城 online 大家都是大佬，仰望大佬这样。扛把子是人家的主打歌，扛把子好听哎，扛把子那首歌抬到不行，但我好喜欢。包米发是包米发，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家的蒙总，我们家的高阶会员一加就是完全停不下来因为发财了继续加，那是发财永动机啊，是不是？好小哦。来给也很谢谢上次欧达的邀请。上次跟他一起研究之后，我发现，这首歌没有意外的没有想象中的难啦。有一日咱若老，做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有外老，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真风加伫恁兜，阮对少年陪你对到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老，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我会入你心走，因为我会不甘放屁，为我目屎流。加油伊拉塞，格鲁哈伊拉塞，欢迎大家来到二姐歌会哟。你们超棒的，我们只剩最后一道彩虹就要接手可爱猪猪了哈，超可爱，跟你们一样。有一日咱若老，有新妇行你友好，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我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真情加伫恁兜，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你就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给熬不是给熬，送给大家。唱歌真的好开心哦！这首歌我觉得是江蕙二姐集她一生唱歌的经典的功力才能够诠释的一首歌。
我这首歌其实很少开出来唱，因为它很难唱。我觉得它可以列为二姐歌单里面最难唱的歌吧。它听起来听似很轻巧嘛，甜卡，可是其实它里面的一些很内敛的技巧，非常的难以呈现。对啊，我是唱到今天才觉得说，好像稍微有抓到了一些什么。所以好险，就是之前我在跟老师们在制作原创曲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麻烦很春娜老师帮猪猪雕一下关于台语发音的部分，然后才知道说有一些合口音或者是促音真的有被雕有差，你唱起台语歌那个 hit quick call 吼真的会比较好。对啊，我觉得有被雕真的有差，还是要被雕啊。稳啦，精明内敛吗？等一下，开关先生，你的那个萌长草了，你给我吃掉，给我啃掉，知道吗？丁珠唱这么多二姐的歌之前，只知道给敖尬的吼下。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也是啊。其实我听二姐的歌，其实也比较经典的那几首。然后直到我就是投入 B 圈这条路，想要推广台语歌，才开始跟爸爸科普很多，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印象的，然后那些全部都是我爸爸那个年代的曲风的台语歌曲。对啊，我觉得真的可以推广本土文化，真是太棒了。而且也为频道加了很多的分，然后重点是也聚集了你们这一群热爱本土文化的大家。哦，你们真的是超棒的！来。还有很多首歌哎，我决定这首歌先献给大家。这首歌大家可能听腻了，但是呢，讲到二姐歌会，怎么可以没有呢？现在上班没有猪猪歌会的话，撑不下去了吗？我也是哎，我现在就是平常日没有办法开台，我也戒断了。我戒断到现在，我都不晓得我是不是真的在开台。这首歌以拉塞，为什么我会很怀念这首歌嘛？明明香港没台语歌嘛。你讲给敖哟，我记得 Galas 讲，我记得烧鸭 S 很妙，就是他对于台语歌蛮有共鸣的，这个也是我觉得蛮神奇的。这不愧是我们尊爵不凡的海味大佬，是不是？没开台上班开车都要美丽的吗？你们不觉得上班开车美丽比较安全吗？搁落雨啊啦！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听到那个落雨声，我不是说张惠这首落雨声，我是说雨的声音，我现在会有点鸡皮疙瘩，因为我很担心又下雨，我很担心有台风，我很担心我又没办法开台。我不要，我再不开台了，我的天哪！没有烧吗？好吃啊！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我头毋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断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犹原拢从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痛。你若要有后时段，毋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毋通担心讲要来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经
风孤单，像当时的鸟只，月月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悠远，往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摇到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走，总在甲人拼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摇到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不通担心讲要来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口出声，无人惜，命命。好，来自江蕙二姐的《落雨声》。她这首歌好像是猪猪头录 V 圈，还蛮前面的是，错了，不是，没有，我没有，等一下，我麦克风现在先收起来。我要讲什么？对，我现在是休息时间，就是要去摘花喝水一下。我记得我这首歌练的时候，一开始有唱到哭，然后因为要熟记它，然后熟练它的技巧，然后有一度唱到就是生气，已经哭不出来了。在练它的时候就觉得好难唱，然后现在内化了那些技巧之后，情绪回来了，果然还是会想哭呢。什么没压啦？什么的呢？什么都没听到，都。要聊天室止住了眼泪吗？好，马克先生要哭就哭吧，要哭就到你们老公的怀里哭吧。阿广家的烧麦有3色豆，送到过来已经不好吃了吗？要吃香港，其实香港的煲仔饭真的很好吃但是好像真的吗？烧鸭 A 是说现在已经不好吃了，还是应该找得到好吃的吧？已经没有了吗？一招很多，对，我知道你们最期待的是这个对不对？好啦，稍待片刻，猪猪呢要去摘花，你们乖一点。然后待会回来，我们继续江蕙二姐歌会。也谢谢我们今天已经解锁到最后一道彩虹喽，感谢我们今天只要有5道彩虹就可以解锁猪猪可爱的圣诞小精灵版本啊，不是圣诞，对不起，是万圣。对啦，嘟啦，我一直听到砰，没有砰，我鸡米干练，鸡米干练，万圣节了。好了，我去摘花。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
年的古井，送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年线放开，穿着烟丝，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巷仔内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千年的干练刷来好胖拍起，什么鬼？我精明干练绝对没有胖，绝对没有，绝对精明干练，就如同我们11月9号我们的演唱会，绝对精明干练，应该啦，我尽量精明干练啦，我好担心忘词哦。演唱会 PV 再带大家看一次哦，什么精明干练没有这种东西。哼，我等来呀！而且呢，你们一定是哪一个人跟我去胁迫官方对吧？不然官方怎么会说金盟干练？我那天看到官方打金盟干练，我笑到快疯掉。我想说，你是不是被谁威胁了？你要是被威胁了，你可以眨眨眼呐、水灵宝贝坏掉吗？水灵宝贝怎么会坏掉呢？水灵宝贝即使是坏掉了，也是我弄坏的。对不起，讲出来了。萝卜马铃薯青豆火腿好吃啊！官方有投递，对我觉得这个是认真的官方，对我给过没有问题。对，也欢迎也很感谢那个时候大家疯狂转传哈，有达到宣传效益。官方又是友军，官方是面线是吗？你看蜘蛛好吃，我觉得萝卜马铃薯青豆其实这些东西我都 OK， 对。但是三色豆我不会主动去买，可是它本身如果有出现在菜色里，还是会乖乖吃完。死亡之梦，谢谢你的第一台，谢谢。然后我看一下阿义来晒，如果有没有打到招呼，再多刷几次吼。有小胖，谢谢你，我看到你了。三色豆烧麦我会蛮难过的，我会觉得有点哀伤，因为既然我都要吃烧麦了，为什么要吃三色豆？我大概懂那种感觉。
云天也拉下来，诺言也拉下来，谢谢你们第一台，也谢谢 Allen 的水费哦，感谢哦。没有了，我讲错了，是万圣节宝宝啦。万圣节的可爱猪猪，我们在一个彩虹，我们即将就要解锁万圣节可爱猪猪，然后唱老派歌曲的这个很棒很棒的冲突感了哈。官方认证金梦概念，我谢谢你哦 Max。不加个玉米粒吗？我觉得玉米粒其实也很棒啊，就是不会主动去摄取，可是如果是分开吃，我觉得可以。所以那个四色好像也不错嘛，对不对？行动人太看新鲜度了，对你们，我觉得学长讲到一个重点，为什么我不会主动摄取三色豆？虽然说他们都是健康的东西，没错，他们是原型食物，但是有一些冷冻到那个冷冻到，我觉得那个已经不是原型食物了，那个就会让我觉得很哀伤，好不好？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去买萝卜、买马铃薯、买青豆，那个我是 OK 的，对。官方都认证了，我谢谢你们哦。三色豆冷冻会难过，对，我觉得如果它是分开，然后它是圆形的根茎，好，它是圆形的根茎，在我面前我会很开心的吃它。可是它是被剁碎，然后还要冷冻，然后总觉得它就不圆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谢谢你们，圣诞快乐，谢谢你们。怎么知道我很喜欢圣诞节？我很喜欢圣诞节，谢谢大家。万圣节啦！我说的是万圣节，没有，我时间过太快，我太期待圣诞节了，好吗？之前伊拉塞，我要吃四色豆玉米浓汤的原料吗？哦，玉米浓汤里面如果有三色豆，我会蛮哀伤的。不可以，芋头不可以淡掉，全部都是我的，是不是？全部都是我的，然后改刀就被排斥了吗？今天我看见。我们先好好的过完万圣节嘛。来，谢谢你们，我们还差最后一道彩虹就解锁我们猪猪的万圣节小精灵宝宝，然后配着我们的老派歌曲的这个冲突感，好，全看最后的一道彩虹咯。好，吉玛伊拉塞，已经来到圣诞节了吗？谢谢大家。火锅加芋头，芋头用三色豆可能一次店吗？有大姐，其实我也是。我玉米浓汤如果是以三色豆的话，我真的也会蛮哀伤的。我宁愿你就帮我加个马铃薯，好，你帮我加个红萝卜，我也会觉得开心。但是你不要用三色豆，我会很哀伤，真的。对啊，冷冻过，我觉得它都不原形了。即使它还是原形食物，但感觉也是不原形的哈。好，谢谢你们接受到最后一道彩虹，我们期待一下最后一道彩虹什么时候出现呢？在期待之余，我们继续来唱歌吧。然后我看一下哦，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首歌可以唱哈。接下来拿个麦克风，把它变成圆形。好哦，没有问题。嘿，达里拉塞，足迹午安吗？啊，我已经变成了足迹是吗？你们刚刚听到的足迹就是我的原创曲足迹，谢谢大家。然后我看一下 Aiden， 对，应该是 Aiden。等一下，我之前是怎么念的？谢谢你又过来了，谢谢，我精明干练，我应该没有念错。然后三色豆里面红萝卜是正方形，对呀，我想说它都已经不圆形了。然后预先加黑胡椒也会抓狂嘛？玉米浓汤其实我也不太爱加黑胡椒，对。不错呢，我觉得大姐应该也是属于原型食物派的，因为我自己是原型食物派的。好，来，紧接着我们这首歌，二姐真的好多首好歌哦，感谢爸爸妈妈推坑我，二姐好多首好棒的歌。难吃的东西才需要黑胡椒。你是说我们新竹有撒黑胡椒的那个什么鸡肉饭还是肉燥饭吗？我之前看到那个我都惊讶了，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肉燥饭还是鸡肉饭撒黑胡椒的？菜爆猪脚好吃啊！圆形食物好，红萝卜不能切丁，但是可以压成圆形，可以吗？压成圆形的膜这样。好来，刷落来继续歌，倒来阮身边，来吧。这我也好怀念哦，也是爸爸妈妈的歌单之一。
乱梦已经予人拍醒，我头看无伊，放阮孤单到深更，一场梦是空虚，虚情假爱将阮伤害，害阮空等待，等待的人拢不知，这段情是悲哀，阮犹原夜夜想思，一暝过一暝，为怎样等无心爱的人，回来阮身边？叫着伊的名字，看着伊的相片，甜甜夜夜梦伊回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犹原我头做起？只有叫着伊的名字，看着伊的相片，甜甜夜夜梦伊回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犹原我头做起？等一下，为什么？等一下，那个碰怎么回事？小李李，你现在给我出来哦！你出来了，你很乖嘛，马上出来自首是吗？精明干练啦，气死我！乱梦已经予人拍醒，我头看无伊，放阮孤单到深更，一场梦是空虚。虚情假爱将阮伤害，害阮空等待，等待的人拢不知，这段情是悲哀。阮犹原夜夜想思，一暝过一暝，为怎样等无心爱的人，回来阮身边？叫着伊的名字，看着伊的相片，甜甜夜夜梦伊回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犹原我头做起？只有叫着伊的名字，看着伊的相片，甜甜夜夜梦伊回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犹原我头做起？谁说我碰？我精明干练的嘞，我的头上还没生草，是不是？谢谢解锁，猪猪可爱的万圣节精灵，感谢感谢感谢，我们成功解锁了，啪叽啪叽啪叽，耶！你们等我一下，那我现在等我一下哦，我要很可爱很可爱的出现，我要很精明干练的出现。等一下哦，你们不可以看，你们不可以看，我先不要给你们看，你们不可以看，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很可爱的哦，谢谢你们的解锁，我现在马上。猪猪，耶诞节小精灵马上现身哦！啊，不是耶诞节啊，万圣节！我现在很可爱哦，超级可爱的哦！我现在马上来咯，可爱到不行哦！什么碰？什么碰？没有碰！这么可爱的我哪里碰了？我要很可爱哦！超级超级可爱哦！
超级可爱哦！谁说我胖的？你们小心哦！我现在手上有武器哦，我有武器哦，我等一下我的武器，等一下我的武器为什么这不啊？我有武器，我真的有武器！等一下，我的武器呢？等一下啦！我明明可以很凶狠的，等一下，不是，你们等我一下，我真的很凶狠，我真的很凶狠。我很凶狠的，对，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拿了，好，你们不要惹我，我生气咯。好，我现在我很凶，我拿这个你们小心哦，我很凶的哦，万圣节哦，你们想被戳戳吗？等一下，我的武器，我现在很可爱，而且我很凶哦，你们看，对不对？来，等一下，我觉得我被抢了。等一下，这个明明很可爱的啊！等一下，我的武器我记得在我手上，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拿的啊。等一下，菜菜，你不准自顾自的给我趴下去。等一下，感受到一股力量。等一下，我刚刚不是我开台之前在试它的时候，我有成功啊！我现在武器拿掉了，然后我现在拿南瓜，拿完南瓜之后呢，出来了！我现在很凶狠哦，我有糖果，你们没有。我现在有糖果哦，你们没有哦。追星者伊拉塞，你看，不要太羡慕我。我现在有武器跟糖果，你们在说我烹啊？你们在说我金猛干练啊？可以说，我明明很凶狠的，你们不觉得很凶吗？等一下，不要抢我的糖果，举口举，那个是我的。武器敲下去的声音是什么吗？武器敲下去的声音大概是什么好坏？你们不觉得很凶狠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凶狠的我就觉得哇，这个应该会吓到大家，我很难得这么凶狠，大家应该不会再说我金猛干练了，对不对？陈怡拉塞，什么练键盘都笑我明明很凶狠的。糖糖不准拿我的糖糖。等一下，水灵宝贝，你学坏了啊！我看起来明明很凶，你看我的眉毛很凶啊。什么妈妈的鸡毛干练？我明明看起来很凶狠，我还要拿这个可爱的。而且我发现我的左手拿糖果的那一手，为什么我拿糖果那一手有那个布被缝补的那个感觉？糖糖放不到嘴巴，可以啊，可以，我要吃，我吃给你们看等一下好像吃不到。为什么我要去哪里吃面面啊？这个叉子很像可以插面面起来耶，好可爱哦！我觉得好可爱哟，超级可爱的。然后手太短，我吃得到对不起，我吃不到，我吃不到。可是我可以很凶狠吧？我现在拿着这个叉子，你们现在都很惧怕我，对吧？你们一定很惧怕我，你们现在只是在装无视。什么传说中的低头看不到脚，什么手太短，不要抢我的糖果，那是我的。看你们吃吗？不准，那是我的。什么满头都是枣？哪有？我头上有香菜，我看超级肉，什么金毛？不是，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这个万圣节，虽然说它看起来呢不是华丽版本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体现我的精明干练。要不然你们自己看，绝对精明干练的。你们看着我的眼睛，有没有？我的精明干练
就在这张脸上了，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你们自己说，我平常隐藏已久的致命干练，你们现在可以承认了吧？你们为什么都等一下？你们为什么不能承认我的致命干练？什么啊？什么大学的积木干练？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细节，我真的觉得这个细节做的好可爱，真的是感谢泡芙老师。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早上收到的，我好开心哦！真的是谢谢千里老师跟泡芙老师的合作，我觉得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耶。你看他们这些动态，你看，我的金蒙概念在摇晃，我头上的金蒙概念在摇晃，对不对？不是，我头上的金明概念在摇晃，干金明概念，你们不要误导我。什么？对，我头上那个草就是香菜，对，就是香菜而已，是不是？但是自己讲，你们一定是谁盗我账号？呀，好可爱哦！就连这个小细节都有做到，哎，真的很感谢，超级感谢。这个是木子委托2位老师制作的。超级可爱！我今天早上收到的时候，我觉得好惊喜哦！真的谢谢你们。怎么长草了啦？没有，我说不需要哦。精华可以，就是我致命干练，然后我很凶狠的样子嘛，对不对？好可爱哦！而且它还可以切换。我现在拿的是南瓜，我现在拿的是南瓜，不给糖就捣蛋哦。不给糖就捣蛋，知道吗？不给糖我就要捣蛋哦，我就要吃光你们糖果。你的金明干练是在摇摇欲坠，没有，它在我头上是金明干练，头上是我的金蒙干练。什么金明干练长草了没有？刚刚吃不到糖果的部分很有趣吗？不是啊，我刚刚试着吃糖果，等一下我再吃一次。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其他的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吹口去耶！等一下你过来，我把它摇过来。等一下糖果你过来，你来，糖果你来。它摇不下来。30块给你嘛？刚才这个是糖果的费用有啦。你开始什么片啊？左边的球，这哪是球？不是。你过来香港导弹看看嘛？可是香港还要飞机飞过去，飞机飞过去好可怕哦！飞机高高的怎么办？猪会不会被滚走？什么手真的好短？不是，那个是衣服的关系，我的手在里面其实应该是很长的。我现在想吃，只是它被衣服卡住了，好吗？难怪比叉子上面被给糖就捣蛋。然后那个牌子下面是什么？不是，那个是不给糖就捣蛋。你们万圣节没有去要糖过吗？你吃不到。等一下，在马面前刮胡萝卜。不是，等一下让我吃一下。好啊，我要吃。我等一下我吃不到。等一下我真的吃不到。什么猪炸弹啊？谢谢水灵宝贝。你看水灵宝贝都乖乖给我糖，你们呢？只能说到楼梯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还诅咒我从楼梯上跌倒，什么都是抢别人的糖果，不给糖就捣蛋，不吃就变黄，不吃糖就变黄。你身边万圣节电话，我要说成圣诞节了吗？不准笑，小轩，我这个这么精明干练的样子，你们不准笑。好啦，缺德的3哥，你怎么知道？小时候不给糖拿口卷。我真的吃不到啦。谢谢瘙痒 S， 谢谢你的赞助。牛妈妈，衣服破了记得换。等一下，为什么我旁边破了一个衣服？等一下，你们谁？等一下，那个为什么我的左手有破不动？是怎么了？我不要给兔兔，不要。台湾不流行过万圣节最多变装活动小时候不要老师会群发糖果。我现在真的捣蛋哦，然后你们完蛋了。我现在用这个很可爱的姿态，
唱很老派的歌曲，你们要给我 hold 住，知道吗？啊，谢谢薄荷，谢谢薄荷的糖糖，你们好棒，谢谢。你们承认我精明干练的对吧？我知道，我绝对精明干练。什么叫猪猪蛋？什么叫猪猪蛋？我现在还是看起来很精明干练的好吗？糖果那个补丁是什么太过幽灵？我努力要吃糖果，可是我吃不到，我吃不到啊。然后我看一下谢谢安医师，安医师的可爱费吗？谢谢。期中考卷当糖果，卖掉还糖果，吃不到，太生气，所以把衣服弄破。要不然你们谁拿给我吃嘛？我就拿不到，吃不到。肉蛋战车，这是糖糖吗？你居然在跟我炫耀！这个1秒人夫在炫耀。今天很精明干练吗？没有，我今天绝对是精明干练啊！我现在很努力的要吃到糖，可是我吃不到。跌倒滚带原衣服。啊！你们真的很过分，超过分啊！先守不住的是猪猪自己。感觉复活节可以用猪猪蛋吗？说到这个复活节是什么时候啊？然后我记得它好像有3个功能，然后这个是南瓜的南瓜的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南瓜就是不给糖就捣蛋南瓜篮子吗？然后这个是糖，这个是叉子。对，没错，我现在无敌了。我现在基本上我会使用这些功能了，我很无敌。小小哥，你跟着赞助什么？你跟着赞助什么？什么？好了啦，老婆，我们回家。什么？我不要！你们都说我金毛干练，我不要。你要吃糖吃不到，所以弄破，就吃不到啊！就看到猪猪就，怎么会这样子？我这样看起来明明很凶狠好吗？你们想被戳屁屁吗？小心被戳屁屁哦！万圣节嘛，万圣节是10月31号，复活节是4月是吗？哇，复活节已经过了。猪猪拿着南瓜，收不到。我觉得我被抢了，我居然要被这只烧鸭抢！就是南瓜在烧出来，哪有南瓜？好吧，他真的很嘲讽，就连南瓜也笑我，气死我了！什么金毛千里？我现在即使可能不好转头，但是我还是可以精明干练，对吧？是不是？什么你笑了，不准笑！可恶！我要把南瓜封印。南瓜，今天是你最后一次见到大家了，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万圣节是。原来是这样吗？缺德的3哥，不要玩餐具吗？要吃面面的吗？我要戳你们屁股，戳！菜菜把它放到公号里吃不到，你们很过分南瓜的位置跟拿吧。说我看起来有点醉，开关先生，气死我了！你们一定不晓得这么可爱的小精灵的状态下。我要是把老歌开下去，你们最好给我 hold 住，知道没有？你们现在最好给我 hold 住，你们现在在笑我，等一下你们就 hold 不住。我现在拿起我的麦克风，对，我的麦克风，对我现在有麦克风，我现在麦克风在我的下巴，对，用我的双下巴夹着。什么小朋友家具？我现在是免持麦克风哦，我现在是用那个耳麦，我很下趴，我很精明干练，对，我现在用耳麦很下趴，小心我的老歌攻击要下去了，我的老歌攻击哦，你们自己给我皮绷紧一点，知道吗？我的老歌攻击要来咯。是了，我的麦克风在我双下巴夹着，什么转向攻击？我真的好想戳爆你们每一个，气死我了！戳爆你们每一个。对，我的老歌不是，你那个歌可以好好选字吗，大姐？Merry Christmas！ 可恶，你们现在在给我嚣张，我要选一首你们 hold 不住的，绝对 hold 不住。各位老哥们，
这首歌不对，这首不对，不对。好，这首你们一定 hold 不住，这首超级经典的，你们最好给我 hold 住哦。等一下，等一下，不是，等一下弄错了，等一下，不是，要这个才对。紧张怕老歌，你们之后再跟我讲受不了，已经来不及喽。老婆子，等一下，这里没有存在任何的老婆，这边只有你各位的老公，这是漏带攻击。小心我冲撞你们哦！这首新歌一路用到明年的复活节，你们再继续欺负我！我现在这么可爱的状况下，我真的要老歌唱下去哦，你们不要后悔哦。紧张弄老歌，不要，可以不要吗？林学长，可以放过我吗？这个论老歌，我真的是我真的是甘拜下风，很老哦。好，我现在是耳麦，我现在非常的下趴，耳麦，对，你们 hold 住哦。山明海誓，咱有酒醉，为怎又你偏偏来变卦？我想袂晓。你哪会这虚华？欺骗了我，失去着我，石头的烂，请你爱相信我。最后，我尽力加力，气死我！都这样，人生行像到。永远一嘴幸福答，上好水是莫过我。我无水，这你不免当真我。就那落后，听你心肝。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小酒了解我。你们给我 hold 住哦！这个画面简直太美丽，这个冲突感果然完美，太棒了！全部 hold 住，知道没有？山明海誓，咱有酒醉，为怎又你偏偏来变卦？我想袂晓，你哪会这虚华？欺骗了我，失去着我，石头的烂，请你爱相信我。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卡纸，人生行像到永远一嘴幸福答，上好水是莫过我。就那落后，听你心肝。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小酒了解我。我无醉，请你不免当真我。就听你心肝，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小酒了解我，只有小酒了解我。
简直完美好吗？这么知名干练的我，是不是老派的歌曲唱下去惊天动地？花好月圆的其中地上，什么花好月圆其中一个？猪猪没糖，前面先。雅晨，你是今天想讨杯是吗？我觉得你们今天每个都讨杯，每个都讨杯。我明明手上有糖，我有糖好吗？哎，当爸老师你打伞，他们在欺负我。欢迎到皮革你打伞。好，对于玲玲学长而言，这是一个很棒的歌，是我知道，没有问题，绝对是好歌，好不好？黑达利，谢谢你，超完美。怎么炖猪脚？对，每次炖的猪脚我就一定是米酒加好加满，好吃哎。好哦，一起吃。等一下，大宝老师，为什么你变成他们的友军，不是我的友军？对，还要加点冰糖，那个草糖色，超级好吃，是不是？怎么比？这确实比跳动歌会痛一点啊，是不是？我们牛妈都承认了，你们就可以，是不是？我们牛妈吃了诚实豆沙包，牛妈你那个诚实豆沙包是可以发给他们一下，要输入手上叉子的作用嘛？说你们屁啦，在那边。上班没办法看，你们给我好好的看着我，你们现在给我好好的看着我，你们现在给我好好的看着我，这个画面简直太美丽，好吗？画面很有冲突感。然后您唱玛丽，你们总算很好，我就是要这样子，我要放着你们，我就是要继续唱江蕙二姐的歌，我要痛死你们，这个画面简直太美丽，太棒了。对，之后解锁的尾刀是学长，对，是学长哦，学长好厉害。小天，你今天第一次爱上学长吗？不，你已经爱上千万次了，只是你没有察觉到，知道吗？很努力在思考这里面的构造。我跟你说，开关先生，这里面的构造就只有精明干练，谢谢，精明干练呢。这个画面简直太美丽，太美丽！哦耶，哦耶，哦耶耶耶！不是嘛？你们给我那个上面的字给我啃掉，知道吗？我这里面的构造就是只有精明干练啊，精明干练，知道吗？我叫不然撑不起，塞点甘草。气死我了！啊！今呀，日红生风来陪伴，灯火照耀人孤单。寂寞的滋味透心肠，不知当时天才会光。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碎，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希望，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落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落破碎，是啥人的精明干练？是我。喜欢了吗？等一下，我有点弄到我自己了。等一下，看这个冲突感太强了啦！为什么又是我内伤？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如果缩小一点，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冲突感就不会这么多？哎，不对，缩小一点更可爱了。等一下，救命！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
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火，点点来开，点点碎，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意味。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路途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路途破碎，是啥人的心肝？没有。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路途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路途破碎，是啥人的心肝？缺德的三哥，你今天超缺德！什么无烟花的无，为什么上面有变成无金的无？怎么回事？你们不可以什么字都给我生草啊！裂开，气死我了！好吧，你们说我们这个南瓜很嘲讽，我要嘲讽你们，我要用这个南瓜嘲讽你们。这个南瓜像在嘲讽你们，知道吗？这个南瓜现在就在嘲讽你们。路过的帕鲁伊拉塞，这个南瓜像在嘲讽你们哦，知道吗？我现在喝水，我要准备下一首，让这个南瓜嘲讽你们。他绝对是在嘲讽你们，好吗？怎么可以嘲讽我？对不对？这实在是你们真的实在太坏了，你们真的是太坏了，我不管。你们这么心狠手辣是可以的吗？真台主是南瓜。对，我其实稍早有试一下，想说南瓜脸会不会动，对，结果很可惜不会动，但是他依旧很嘲讽。你觉得说哪有？我咳嗽一下，等一下。好了，不得不说我有点内伤，弄到自己内伤。我要用这个南瓜脸继续带来我们江蕙二姐的歌，你们给我小心一点，你们实在是太坏了。你拢对我这样心胸笑烂，你知无？你拢心胸笑烂啦！这个是猪猪的爱歌，心狠手辣，献给你各位。真正心胸笑烂。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我无快乐，人生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了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连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的留爱，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钱比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笑烂？当初的旧纸，如今电话目屎若是流干，也叫袂转来你听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笑烂？当初的甜蜜，如今拖落
回来你爱我。画面怎么会难以理解？就是你们对我心狠手辣啊，还需要理解吗？你们给我好好盯着画面，好好盯着，知道吗？这实在是太坏了，你们。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我无快乐，变心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你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为你留我的只有默默的抗议。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手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目屎若是流干，敢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酒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目屎若是流干，当我会转来你爱我？你们怎么知道金龟米粉就好吃的？这南瓜什么时候订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奇怪，你们怎么完全没有被南瓜嘲讽的愤怒感？他在嘲讽你们呢？感觉猪跑去后面炒米粉，这南瓜很厉害。金龟米粉真正就好吃的。对，南瓜在唱歌。可是南瓜感觉比猪什么这？南瓜比我鸡米干嘞？怎么可以这样子？鸡米干嘞就只有我而已，绝对不存在于任何的南瓜，知道吗？它一看就是生草样，你们到底哪里看得出来它鸡米干链了？你们看仔细，鸡米干链的在这里，知道吗？鸡米干链的真身，朱蒂卡、林刚哉、南瓜布丁。千里，你的好厉害，是包还是扁？对对，受伤的都是我，对，绝对都是我，阿医师，你们看出来了吼？你知道在生气的咪呀，我在生气的对你们咪呀，我是在生气的对你们咪呀，你知道吗？我生气了，我现在真的很生气，你们知道吗？很生气的那种，生草生豆变成南瓜，金瓜猪脚。金瓜猪脚我没做过呢，做看卖啊嘞！气死我了！第一次看到被心狠手辣还这么开心，你们看不出来我在生气吗？你们这不会读空气的 KY， 我真的紧张，就生气耶！我要献唱这首歌，让你们知道我现在多么的生气。听起来有点难。你们全部都给我去喃喃自语，气死我了！难上加难，我现在很生气哦！不要惹哦，不要惹这个鸡鸣干练的可爱猪猪，我真的很生气，你们给我注意！你们在给我皮呀！
这首歌献给你们，这实在是太气了，气到眼睛眯起来都不知道。啥人不捌做梦，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啥人不捌有痴情？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迄粒烂去的石头，鱼仔干去的海水，请你拢总摕转去。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迄丛变色的花蕊，迄甲转去的笑钱，请你拢总摕转去。啥人不捌做眠梦？只是天光了后，忘记了气！啥人不捌有痴情？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迄粒烂去的石头，鱼仔干去的海水，请你拢总摕转去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迄丛变色的花蕊，迄甲转去的笑钱，请你拢总摕转去。我现在给你们看我现在这个知名概念的这个啊，很可爱耶，还有猪猪，鼻孔瞪着你们，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老师是怎么教你们的？好好说话，知道吗？好好说话，我现在很生气哦。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迄段烂去的石头，迄种打去的海水，请你拢总摕转去。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迄丛变色的花蕊，迄甲转去的笑钱，请你拢总摕转去。不是，我现在明明很生气，你们怎么又在说我可爱？你们以为这样子我就会开心吗？我现在很生气哦。我唱完了吗？我唱完了吗？什么小猪如河马，无能狂怒，什么又胖又可爱，什么生气会长皱纹不存在，艾蕾可爱，阿元说可而已，什么生气还生气，生气，你们这不会读空气。我最可爱，谢谢你哦，他哇。
可爱的朱迪卡收藏你的糖糖吗？谢谢，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开心吗？好了，我好开心哦，谢谢马克先生。吃糖糖最好了，不是吗？吃糖糖最好了，看样子你们就是被南瓜嘲讽的还不够是吗？我拿到我的糖糖了，只有我有糖糖，你们没有。我现在吃我的糖糖，干我吃不到，为什么我试了这么多次还是吃不到？我现在要吃我的糖糖，我现在为什么手这么短？什么时候发到我们的喜？等一下，刘妈，你今天是被二嫂盗账号吗？你刚刚那个侏儒河马最近很红哦，我很像没有看到，但是应该是类似的东西。称赞你还不开心？对啊，我吃不到啊，怎样？我还要被呛？呀，给你们吃糖糖，糖糖是我的，糖糖是我的，糖糖是我的好吗？然后我吃不到，为什么我吃不到？不是我手太短，我跟你们说，那个只是这个衣服的构造，我的手在里面很长，好吗？我有手，我现在不是手拿糖糖吗？那时候发我们的大饼吗？这个发大饼，这个基本上要看缘分啊。但是你们可以先画大饼哈，这个是画大饼，这个对你各位专业的不是吗？可以把手伸出来，伸不出来，没有存在任何的喜糖，这只有存在你跟各位你老公的喜糖，好吗？比带大力旺多补丁，我就是吃不到糖糖啊！我要吃不到，原来是手，什么都是球。奇怪，球根本就没有办法握住糖糖，你们是怎么了？就这么好懂的构造，你们居然不懂，那个就是手，是不是？是不是？你们真是太坏了！刚刚那首歌还没有惩戒到你们吗？你们又要让我生气了是吗？你们是让精明概念的我生气，这样对吗？构造需要重修，那是手，这手怎么看都是手，好不好？我现在玩剪刀石头布，你们一定输哦！我剪刀石头布都出得出来，我跟你们说。我剪刀石头布出得出来，你看，害怕了吧？我剪刀石头布都出得出来，等一下，好像出不出来，等一下。我这个到底是布还是石头啊？我这个到底是布还是石头？救命！是手啦！虽然我这个。等一下，糖糖，好，算了，我还是握着糖糖好了。先说好你是哪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现在手上到底是石头还是布你们觉得像什么？都没有手指。我不要跟你们玩剪刀石头布。对，我疑惑了，可以吗？我疑惑了，可以吗？提卡梦，玩剪刀石头布。不要，每次都骗我才不要相信投糖天王。哦对，你疑惑，对我疑惑了，怎样？我疑惑了，不行吗？气死我了！安你好，我喝个水啦，那很奇怪呢。就好好的江蕙二姐歌会，不能让人家好好唱歌嘛，就一定要给人家惹生气。好莫名其妙玩那个什么剪刀石头布，我才不要玩！我觉得我会被弄，我不要，输了当你老婆吗？不要，我觉得我这个输的几率太大了，伸出援手。开玩笑，我现在可是对你们每个人伸出援手试多么诚意善良的援手，你们却不要，看看你们玩黑白腿，我不要。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不是你们提出来的哎呦，是谁提出来的这么坏？怎么可以这样子？坏打屁屁，开始装死。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玩过头了，因为我在想说我10月份的歌回可能顶多就是每次都开个3小时极限了，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玩过头了，干一转眼已经要4点了，一定是你们害我的，一定是你们让我进了精神时光屋。我终于发现了是吗？哦，你是我的全部，哇，雅晨好撩，哦，是我是要聊天市场，你在聊是谁提的？哦，所以是谁提的我就 ban 哦。你们谁说要剪刀石头布的就 ban 哦 ，ban 下去知道吗？我伸出我的援手 ban 你们，知道没有？是不是？我的援手那么善良可靠，都没有人说。虽然我要唱歌了，我以为我今天唱得完就一直在跟你们垒烧毁。我以为我今天唱得完，结果居然没有。元首善良可靠，元首，对啊，伸出我的元首啊！把剪刀，就剪刀，不要，我不要跟你玩剪刀石头布，伸出元首是你的全部。哇，好撩哦！你们就连玩剪刀石头布也这么撩，每个人都跟我讲说你们都单身，我叫你们雄性，都骗我，你们完蛋了，你们完蛋了，我要痛死你们！你们在皮呀！我要用这个可爱的姿态弄死你们！我跟你们说，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痛。哦，好痛哦！干，好痛！等一下，好痛哦！天哪！你们给我小心哦！我要痛死你们哦！这首歌哦，我要较注意的哈。是风也是雨，打刺阮的梦。为何你这么无情，放阮孤单一个人？为你痴情在空等，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还不够痛吗？看着我的脸，痛死你们，很痛对吧？是风也是雨，打刺阮的梦。为何你这么无情，放阮孤单一个人？为你痴情在空等，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什么时候啊，新凤？阿翠，你怎么学会了？对，听到兄弟情，有吗？可以啊，你们可以转身啊，为了你们老公的老公，有兄弟情转身，为什么？我觉得我被他娃嘲讽了，可恶！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
雅晨好喜欢玩这个梗哦。啊，兄弟请转身，可以耶！你们谁可以帮我把这个梗图做出来？兄弟，你好香！兄弟请转身，兄弟们，你们都是我的骄傲！兄弟们，难上加难，相辅相成，喃喃自语，全部都是我的骄傲，兄弟！啊，太香了，我要喝一口水。哎，怎么办？时间来到4点，我玩过头了。什么兄弟你好棒？不是，是兄弟你好香。有没有给我好好录制，知道吗？知道吗？我要生气哦，不要惹我生气，知道吗？精明干练的我生气起来是很可怕的。全身比例还是单身啊，都可以的。水灵宝贝，看你怎么做，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兄弟你好棒，不准，不准！兄弟你好精明干练。怎么办？我觉得今天好多精华可以玩哦。好啦，4点了，完蛋了，玩过头。我二姐的歌还没唱完，还有好多首。我看一下哦。天哪，我二姐的歌单已经膨胀到要唱不完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回归配信，我觉得呢，可能还是要复习一下我们的原唱曲《恁讲是唔是呀》，恁讲是唔是呀？我觉得要复习一下。这里面他好像有人贴上来给压力，我就是要给你们压力啊！兄弟你好可爱，太荒谬了。兄弟转身，我需要你的精明干练，精明干练。要不要分上下段嘛？哦，好，下次我们可以继续把二姐的歌唱完。然后，好啦，我今天也给自己的喉咙休息一下，不然又要跟上次一样又喉咙过度，然后让你们戒断好多天。强人所难，勉为其难，进退两难，难言之隐。哦耶！盛情难却，疑难杂症，满汉大餐，满身大汗。斯巴达西。好啦，我乖，来，我们最后这些歌，真正来啊，是我的卡夹。我们来卡夹一下，我们来卡夹夹夹夹夹夹，卡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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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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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卡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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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下首歌加入27个月的主宰专员，下次可以用这个简单期待唱到《萝莉神镇魂曲》，一定很有趣吗？我偏不要唱《萝莉神镇魂曲》，我觉得我这个知名概念的姿态唱《萝莉神镇魂曲》实在是太冲突了，完完全全就是个冲突感。我们这个状态就是要唱老歌跟台语歌，不是吗？卡甲，二姐的歌会嘛，就是让二姐嘛，这样自肥自己。好啦，我们这么精明干练的姿态，我们来唱唱卡甲。这个萝莉神像有料子。好啦，有机会啦，好不好？谢谢你们今天跟我一起解锁了这个可爱的猪猪万圣节小精灵，然后也谢谢木子的委托，然后谢谢千里老师以及泡芙老师的合作，真的是很棒很棒的成品吗？然后大家玩的开心真是太好了，大家绝对感受到我的精明干练了。兄弟你好萌。萝莉神要跟要糖果，有啦，我记得我8月8号就是唱萝莉神要糖果。好啦，下次可以齁，我们万圣节可以来再要一下糖果，对不对？好啦，我们今天带来最后一首歌，卡加加加加加加加，卡加加加加加加加。我这个卡加也是要背歌词齁，可以的话尽量都把歌词背起来。我调整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哦，我看一下大小声。好诶，其实我有时候在听卡夹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该怎么讲？我有这么精明干练吗？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老师做的太神了啦，然后各方面的精明干练展现，突然觉得有点不太习惯。有时候都会看着这首歌，然后反问自己：我真的这么精明干练吗？我有唱的这么精明干练吗？突然怀疑起自己了。兄弟你好吗？洛达伊拉塞，来，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铠甲。
绝对精明干练的啦，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姿态。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半条来底，面线芳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寒啊来这，一有一天土地芳味，真敢是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只在冷冷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会记你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条来底，面线放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风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真敢是敢有需要搁再提起。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我冷冷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会记你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我唱的跟原唱，我又要超越这原唱了吗？要嘟啊，要嘟啊，不然嘞，反正就是要被笑嘟，不如我就抢先嘟嘟，这个单唱带放的真好，这样，嘟嘟算了，还咪咪，什么还咪咪很贴近，我精明干练了好吗？精明干练的呈现了这一首。不要太，等一下我要讲什么？什么叫做不要太重复我？我觉得我词汇量要在下降了。不要太崇拜我，精明干练，谢谢。一突出来超越原唱，开玩笑，这可是非常有诚意的嘟好吗？有一个可爱的猪排，什么别这样播的，我用唱的好吗？彻头彻尾都是用唱的。我刚刚的嘟原汁呈现嘟嘟嘟好吗？我的精明干练，谢谢大家的认可，这越来越多精华。我头上就我头上生的草就只认同香菜好吗？我精明干练好可爱，我觉得我又被嘲讽了。哦，这个 CD，
我不是放 CD， 那真的是我唱的啦。嘟嘟好，小香肠好吃，好好吃哦。可是我其实很少吃香肠，很少。金毛辣哪次不金？晚安。好啦，谢谢你们解锁了猪猪可爱的万圣节版本的小精灵，谢谢你们，啪叽啪叽。我虽然说吃不到我的糖果，对，但是感谢你们的解锁。什么头上没猪猪啊？头上就只有香菜、咖喱碟啊，还有猪脚，真的精明干练吗？谢谢。对，因为香肠是加工食品啊，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在饮食热量控制，所以更是不会主动摄取。跟你们讲的，我肚子好饿哦。我知道你们都认同我的精明干练了。我们现在要精明干练的降落到其他老婆那边继续地台了。各位弟弟们，我们即将降落到下一个老婆的怀抱。我带领着你们。哦，选择性障碍，从砧板上面有靠望，饿了就喝水，不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像李林学长一样行光合作用，我觉得我会饿死。该吃个烧烤可以啊，我好想吃，可恶！我觉得我演唱会结束一定会大吃特吃，绝对会。演唱会结束就是完完全全大解禁，就真的对你是地狱级的吗？哦，好，我一开始也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发现做到之后会发现，你那个公式会自然而然出现在食物上，很神奇耶。对，就是只有零次跟无限次啦。像之前我也很放纵的，就是什么奶茶、炸鸡、咸酥鸡狂吃，然后当我就是上完营养课之后，当你看任何的食物上面真的都有公式，很神奇哦。对啊，我吃羊肉炉，吃羊肉炉的季节到了。喝个小小1441的手摇杯嘛，这好，我演唱会结束，我一定要大放纵，大吃特吃。真的没办法饮食控制吗？我觉得我会开始饮食控制，也是为了我自己身体啦，因为吃手摇饮的那些糖类，或者是精致蛋糕的糖类，或者是油脂类的，真的比较容易让身体发炎。对，我就没本钱吃啦，没有你各位大佬有本钱吃哈。但是我现在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重训的一个习惯，以及加上饮食控制，我倒觉得很踏实就是不管是我的声音呈现，我的肺活量可以呈现的一些不一样的歌唱样貌，或者是希望在11月9号让你们看到最完美的猪猪，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很棒很棒的目标，然后也让我觉得每天很踏实。我珍珠奶茶一定会在11月9号之后解禁，真的。哪尼？咸丰草兄弟哪尼？上夜市的炒面吗？1元2字，对，我真的可以算得出来。那种夜市的牛排、夜市的蚵仔煎，我也算得出来那个方程式。只能说烤全猪啊，烤全猪，下次我也想试看看。可恶，你们这些现充，极限只能控制自己不喝啤酒跟高粱嘛。我觉得其实大家生活都很辛苦啦，特别是本频道，其实很多熟男，你们其实都是成熟的面线。而且这些熟男基本上都是主管等级，甚至是老板等级的。对，你们是我们台湾经济的中间呐，坚定的坚，中央的中间。对啊，所以都知道说你们都是压力山大。我觉得犒赏自己吃好吃的真的是没有问题，只要不要吃到那种三高啦。如果真的有三高，你们还是要好好的对待自己，饮食控制一下，好不好？伟成也拉下意，谢谢你们。完美猪猪吗？我觉得我今天很完美。我觉得是金蒙感，我觉得好，我刚被盗账号了，我刚不准剪，不准精华，我觉得是精明干练的姿态呈现出来。谢谢你们的5道彩虹，呈现了精明干练的我，谢谢。那这么完美的，想完美到哪去？他承受不住。我觉得人都没有完美的啦，但是我只是尽其所能，在这条路上可以努力的，就尽量去努力，做到最好。因为这次的演唱会，我们也不晓得有没有下次。那如果我们这次可以尽可能的做到最好，搞不好下次就有机会就来啦，对不对？把握每次的机会做到最好。手转靠，好羡慕哦，劲爆萌新，感觉劲爆萌新也是个现充。那天人手还没吃。说到这个啊，手拿灯的部分我有帮你们确认，然后现在我看一下米娜有没有空回应，如果
好，米娜现在可能还没有空回应，那你们等我一下哈，等到米娜回应我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讲说手拿灯是不是真的可以就是拿进去，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对，那这次如果有购买不管是什么样的票种，都谢谢你们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演唱会。那演唱会的部分详细内容，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欢迎在上方资讯栏聊天室上方资讯栏，猪猪有置顶，精明干练的置顶上去了，就是我们这次9月不是9月干，11月9号11月9号的突破2次元的演唱会。对，那刚好如果你是新观众，对这次的演唱会有兴趣的话，那其实旧观众都有手拿灯了。对，因为是猪猪之前在好像是去年的生日周边吧。对，那其实我这边还有一些库存啊，我原本是想说留下来要公关给其他朋友，但是如果刚好最近有新的朋友在问，所以我想说我可能会稍微再开放几个出来让大家购买。让新朋友就是刚好您有购票进去，然后又希望有手拿灯可以认清的话，好不好？那我跟主办单位确认完说可以的话，我就会再开启，应该说这会把链接给你们，因为那个卖场其实基本上一直都是有效的，我都没有关闭。对，所以基本上都是找得到的。对，要减要减，雅晨又来要了。薄荷，你不是现充吗？感觉也很现充啊，可怜的基层啊！别这么说，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好不好？看出来是15公斤。刘妈，你知道的太多了，刘妈。猪猪会演，真的吗？我会演是吗？我就是精明干练啊！精明干练啊，是不是？我弄到自己，完美我也不吃点但对我今天圆满了，谢谢你们帮我解锁了圆圆的猪猪，好不好？那不好意思，记得那血流成河帮我，罐头塔的部分吗？我也要投票，我可以投票吗？谢谢开关先生，这次很像就是罐头塔的部分，目前是开关先生，是总招之类的是吗？不晓得是不是，但是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降落到 DC 的话，欢迎到血流成河区去投票罐头塔吗？好，等一下猪猪去看一下。然后伟成4个月，谢谢谢谢你伟成，我才要感谢你，感谢你们在这个这么鬼畜的时间，这么支持本频道。水洗功德，好，水洗功德的意思是香油钱的意思吗？猪猪都骂了一声，没有，你们什么都没听到，没有。彩彩最好是新朋友好，对，我知道，就是可能有一些新朋友没有手拿灯，那我这边会再释出我这边的公关品，好不好？那公关品你不用担心是全新的啦，只是我想要自己收起来，想说以后有机会送给V碰碰。但现在的这个状况刚好，其实今年度也迎来了很多新朋友，那也是有陆续新朋友在询问那个手拿灯的部分，那这个猪猪会再释出大概6、7支，好不好？到时候就是跟主办单位确认是可以的话，再让你们购买我们手拿灯的部分，好不好？然后谢谢，真的谢谢开关先生，也谢谢这次有购票，不管是什么票种，愿意过来我们这一次非常突破性的演唱会的大家。然后不管你们是准备罐头塔还是花篮，都非常乐见。当然我最想看到的就是罐头塔，因为我很喜欢本土味的东西。到时的罐头塔请一定要务必帮我拍照，越多越好，好不好？还在活动的时候还活动的时候发，对，用过没有？那些都是全新的，而且是未拆封的你们会拿到未拆封的。是珠子出现了珠子，我今天非常的精明干练谢谢28个月的仪式助总裁，那个真的是真的28个月，完全没断过。什么手摇灯是全新的吗？不是说猪猪用过。珠子，你不要这边给我装死，珠子早就买了，好不好？没有啦，我全部都放在我的那个算是公关存货箱。对，所以你们会拿到的都是新品，没有拆封过的，还有那个新品的袋子，完全是未拆封过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对，我常常就是见红就收，台风天也没有办法开台，晚上也更是无法开台。对啊，但是谢谢每次我只要回归开台，或者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台，你们都在。对啊，你们真的都超棒的，超棒的，你们很爱欺负我，但是呢，这就是相爱相杀，我喜欢，你们就是我的骄傲耶！还以为可以拿到我用过，没有啦，我用过当然是我自己留着，我用过但是我自己留着。
谢谢你们。然后更开心的是，你们依旧爱着自己的老公，我好欣慰。好了，不聊天了嘛，再聊下去会聊到5点。我们真的要找降落的地点，然后带你们降落到香香的老婆们那边去。意外的今天开台的朋友好像不太多，我们要降落到，看一下哦。お疲れ様，你们也辛苦了。而且我今天算是第2次，好像第2次用入耳式耳机开台，我觉得状况还不错，太好了。彩彩真的，彩彩没有手摇灯吗？哦，对对对，我记得彩彩那个时候很像是我们嘎基迪亚套组那时候出现的。对，如果没有特别购买的话，的确是没有。我们要降落到，好，那总之我跟主办确认完之后，那确定可以开卖我们的手拿灯，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带进去第1台，不是第1台啦，应援的话，那我就会把手摇灯的贩卖网址给你们了，好不好？谢谢你们。对，然后如果有任何我又忘记确认的事情，请一定要跟我讲。对，因为我实在是太忙碌了，很担心一忙碌然后又忘记很多事情这样。好，接下来我们降落吧，降落到好，等一下，总觉得丫丫现在是不是又在玩恐怖游戏了？吃吧，吃吧。好了，我们降落过去找丫丫玩哈。吃蛋糕，给我吃。也谢谢丫丫上次有特别来到我们卡家的首播现场。丫丫前辈也真的是非常实力派的歌士啊，歌士丫丫。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跟丫丫前辈的状态好像，都是可爱形态。谢谢，我有可爱形态了，我好开心哦。好了，我们去找丫丫，丫丫现在在玩游戏。行きましょう。お疲れ様。然后希望明天我可以继续开台，我可以继续开台吗？明天不要再有什么奇怪的天灾人祸了哦！我真的是已经被台风假弄到，已经有点被害妄想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才辛苦了，好不好？等我这么久，等到我自己都戒断。我疲れ様。然后，周表目前我还没有弄出来，不好意思，我今天很期待，快点想先准备歌会，所以周表还没有弄，你们等我一下。对，等我一下。总之，1、2、3会开台，但是礼拜4很抱歉，又是见红就休的日子，因为毕竟就是双十节，这只猪又必须见红就休。哎呀，我又要见红就休啦！10月份好可怕。然后礼拜5呢，我是安排就是学长的香菜蛋糕，相爱相杀香菜蛋糕的制作。对，因为原本那个制作是在上礼拜，但是好死不死就是一直放假，所以我们相爱相杀的香菜蛋糕，也就是我们今年度00学长的生日蛋糕，是落在礼拜5制作。对，那虽然说那天可能也不会开台，但是也是会分享一些制作过程。我们香菜蛋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那顺便宣传一下，我们本频道高阶会员每个月都会有点心，或者是满半年就请大家吃猪脚，或者是奇怪料理，或者是你满1年呢，就是会有客制蛋糕，欢迎大家爱用绿界加入，谢谢大家，好不好？香菜蛋糕很想吃，居然是吗？好啦，谢谢你们，那尝你们的什么喜饼，你们都坏掉了。好啦，谢谢你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支持本频道，明天见咯，明天见咯。我的呢？没事没事，你们只要满1年就有，或者你们想直接用绿界杀1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海外我可能要思考一下，它到底要怎么寄过去，毕竟是冷冻。牙 S 你不要冲动，牙 S， 我们尊爵不凡的海外高阶牙 S。好啦，而且我其实很开心，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很多的高阶领过自己12个月的生日蛋糕或者是客制蛋糕了。对啊，谢谢你们，让我有这个空间可以发挥自己任何各式各样的兴趣之类的。对，满1年才有。对，好哦。那么もうそろそろ時間ですね。
让猪猪烦恼，到底多想让我烦恼？而且我其实上个礼拜啊，我有去顺丰快递那边询问，就是说我如果哪一天想要寄那个冷冻的食物，不晓得它费用怎么算，但是好死不死台风天就没有人回应我，他那个线上客服没有人回应我。好啦，海外的朋友你们不要冲动，海外的朋友就是要寄食物，真的这个朱蒂卡其实也很担心有什么误差，或者是寄过去酸臭。对，但是如果是周边或者是可能这次帮你们祈求的平安符，我一定会帮你们好好的保管啊，到可以送到你们手上为止，好不好？像这次我们海外的高阶，我们牙 S 猪猪也有顺便快点就是祈求一下一个平安符，然后到时候再看说要怎么交给牙 S 这样子。连顺丰都在管我，你好意思讲？好啦，谢谢你们的支持啊！4点半了，好，不可以再聊天了，喉咙要休息，要乖乖。好，我们去找丫丫前辈，再见，拜拜，再见，拜拜。然后演唱会的纪念周边基本上就是预购到11号，欢迎大家快点预购起来，不然如果当天再去买，很高几率那个库存量是不够的哦，好不好？好，先安呢，再见，拜拜。嘟嘟噜嘟，布布噜布，嘟嘟噜嘟，布布布噜布。而且，猪猪玩猪猪什么？而且小天，其实我帮您看了一下后台，您应该也可以领蛋糕了，因为您是绿界半年的投递嘛。这个我也可以帮您算进去，所以我们小天总裁也可以领蛋糕咯。我再跟小天看说讨论一下，看小天什么时候想要领蛋糕，因为我刚好这2天有在整理大家后台绿界的那个年资后，蛋糕不急后，因为小天是母羊后，所以看说想要领成圣诞节形式的话，就12月可以帮你出货。那如果说想要以生日蛋糕形式的话，那就是明年出货。好，或者是情人节蛋糕也是可以许愿的。如果说一旦您满了12个月的这个年资，有这个蛋糕的资格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许愿，看你们想在什么时候收到哈。谢谢大家。对啊，因为小天有2个半年，基本上是算在里面的。对。蛋糕不急，身体先顾好。我觉得我们家大佬其实真的都很贴心哎，其实有些福利他们都会放着，然后真的是不急不徐的，然后也没有提醒猪猪之类的。然后我到后台去算，想说奇怪，小天可以领蛋糕了，都没讲哎。这个就是我们大佬们很爱欺负我，但是又很体谅我，你知道吗？不行，你们每个年资满了就一定要让你们领蛋糕。我还有好多奇怪的蛋糕想做给你们，你们一个都别想逃，知道吗？玲学长的是香菜蛋糕，小天你给我小心一点。可是小天你如果对香菜有兴趣也可以做啊。你不是放着，你是没办法拿吗？其实我这2天也会再陆续询问一下顺丰那边，看他那个运费是怎么算，好不好？因为如果烧鸭 S 真的是对这些食品类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帮你询问一下。对，我询问到之后再跟你说。OK， 学汤包哥不吃蛋糕，我们汤包哥这个月就感觉就是笃定不吃，你知道吗？他是这个月的当家总裁，可他一直在给我装死，他就从头到尾是赞助到底啊，怎样都不领回馈，所以他是我们目前就是最神秘的高阶。我这边就是完全没有他的资料，你知道？没事的，没事，牙医师我会再跟顺丰问一下。对，因为食品的东西我就不想寄那个什么邮局什么的，我就觉得不太安心。对，奇怪的蛋糕会台湾古早前进古早味蛋糕好吃啊。对，就是运送，我就担心说啊，运送过去如果贵州海料料，我就觉得说啊，这样也没有办法让你们吃到新鲜好看的东西。你都当猪猪，你都当猪猪碰掉，猪没有碰掉啊！猪猪尽可能的不碰，好不好？我会买1年吗？它是什么芋头块蛋糕？一定会运送失败。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问一下啦。对，还是可以问一下。
这部分。好，大家拜拜哦，大家拜拜。好，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好，至于明天有什么样的主题，可能猪猪再思考一下。10月份大概就是以练歌为主，然后练歌的部分，我还是想说以演唱会的那些歌曲可以好好的背好这一些。好哦，好，没关系，明天再 OK。好，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ヤヤ社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黑鸭山的频道咯，5秒之后马上降落，5、4、3、2、1。谢谢大家今天解锁了精明干练的猪猪，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